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合掌长跪，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的摇笑声，亲像我安尼，人人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拢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下情丝乱，有影相相无影自在。牵一半行梦刺强正，总是会有一天，人会看天开月影，后暗搁遐水领配相偎。自细娘娘啊，多谢你的宝贝。Hello， 大家安安。我看一下 BGM 的部分哦。大家午安。一首我看一下哦。 ，Hello，
OK， 好的，现在这个状况好 OK， 因为最近我们的那个就疯狂录音的状况下，所以就是可能有调成一些什么录音状态，然后现在是我的配信状态，我现在不知道我有没有调对，请问与会的各位贵宾们，与会的访客们，你们听到我的声音音质还有目前BGM 的大小贝勒斯都还 OK 吗？午安，大家午安午安。他は伊拉夏，仙谷大哥伊拉夏。こんにちは。これが可愛いね。なんか日本人じゃないみたいけど、これ外国さんだよね。外国さんだよね。然后小喵喵伊拉夏，然后让薄荷伊拉夏，然后 CIC 先生伊拉夏，今天啊，然后强力午安，然后泽野先生午安，嘿，大猫老师伊拉夏，然后猪农先生也来了。猪农先生有跟我分享，就是那个他们家员工啊，因为猪农先生都称他们家的猪猪，就是他们家那个很多只猪猪，然后叫做员工们。然后他前两天有跟我分享员工撞断的那个猪牙，他还把那个猪牙就做成项链超可爱的。伊拉夏 FK 的上偷偷挂台吗？感谢挂台，感谢你们的潜水，感谢你们的心偷，感谢你们的专情，好不好？伊拉夏，谢谢你们大家。等一下我把聊天室拖到中间好了，等我一下等一下。好 ，BGM 如果需要再小声，记得跟我说一下啊！这不是我们上学吗？紫妍姐姐啊死，紫妍姐姐啊死，好没事，声音 OK 哦。好，我说我太焦虑了吗？对，因为最近就是疯狂录音的状况下，我们有时候调音的部分要调到适合录音，对，但是还好草草有帮我留下一份记录档，就是适合配信的一个。状况吗？我也不知道。对，这些东西好可怕，好难哦，交给专业的。好，谢谢薄荷。然后神灵宝贝伊拉塞，然后有我真的是 Rover， 感谢伊拉塞。这样说的话 ，BGM 比较小一点啊。哦，真的是这样哈。哦，好，谢谢他，谢谢他啊。好，来，是这样子。好，我稍微再调大声一咪了哈。然后，嘿 ，Map 上伊拉夏，午安午安，因为是上班时间嘛，对，就是本频道还蛮多心偷的，而且地下室吗？我有回音吗？地下室的状况是你们有听到那个 reverb 回音的状况吗？然后地下室你说大波老师的地下室，好啦，那开玩笑的啦，只是那天就是我们刚好要去那个动捕棚，中间有先到大宝老师的我宅公司去参观一下，对，然后才知道说大宝老师原来地下室有一个很赞的练舞室、健身房之类的吧。哇靠，整个1个月关在那边不愁吃穿呢，真想住在那边。可是没办法，我家里太忙了，而且我去台北每次都是当天来回，不然真的很想狠狠的在那边吃垮我宅，你知道吗？我的先生伊拉塞午安，然后三哥伊拉塞，今天是大部分的下星Robin 你怎么了？手术的部分，嘿还好吗？要到动刀，希望顺利利，好不好？帮你把欧美辣妹装换上啊！真的吗？真的吗？紫妍姐姐要帮我热舞吗？请把我当成钢管，请在我身上磨蹭，请帮我传达紫妍姐姐，请在我身上磨蹭，谢谢。真是行程满满啊！专辑演唱会太神啦！谢谢 FK 上，这个也是我今天原本真的想说就是专辑练歌，而且是要把声音关掉的专辑练歌，但是我觉得不行，我还是很想跟大家聊天，请跟我互动，拜托，我想你们。不行，我还是想跟大家互动，我不想要大家不知道我在干嘛，这样子好寂寞。Robert 大手术，好，总之希望顺利，然后也要好好休养，知道吗？所以我待会会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录音的叭叭，然后关于那个地下室叭叭，关于专辑叭叭，演唱会叭叭，一路叭叭，好多事情，因为就是知道在地下室，因为其实。不是不行哦。如果说今天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如果是在台北生活的话，搞不好是有机会。对，可是就南北实在是差了一大段，还是乖乖回家好了。而且大宝是很可爱，他那天照相的时候，他还就是故意找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你要监禁人家，应该都会拿个那个什么。
很示威的，例如球棒啊，或者是一些棍子之类吧，要示威这样。对，但是他到处都找不到那些很凶狠的东西，只能拿那个健身在用的那个滚轮。我说老师，你这样看起来真的感觉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就很好笑。然后就像迪卡蜘蛛好像蜘蛛的说，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吗？哦，我这个我不知道责任大不大，但是我只知道，对不起，我的 BGM 忘记循环了，不好意思，我们再来一次。我们这个能力越强，越是精明干练啊，是不是？是啊，是珍妮姐姐也来了嘛？珍妮姐姐今天早上在浇花，笑得跟孩子一样。我也好想被教，不是，我在讲什么？当天来回吗？对，没有办法，真的是累。可是因为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我每次到台北，不管是动补啊，可能录音或者是洽工，真的都只能当天来回。对，所以就是没关系，忙一下，然后还是要回来好好的把生活过好，这样。是练武术避内所，我觉得都像而且岛宝是地下室好宽，你们知道那个地下室不是唯一的房间哦，那地下室是第3个房间嘛，很像是我看了一下格局，每一个房间的格局都这么大，而且有3个房间哦，你知道我宅多大？我宅超大。对，当天来回，没有啦，不是，如果说我要监禁在地下室的话，不可能当天来回嘛，宝贝。没有啦，只是就是那天开个玩笑，就刚好我们也要练舞了。对，毕竟我们3D Showcase 虽然说是在明年的1月份后会展开，但是我们现在要密集的，就是可能练习一些可能舞蹈啊，或者是排练一些 blah blah， 然后我们3D Showcase 有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穿插什么样的来宾给大家 surprise blah blah。对，现在就要开始。对，所以那天总之舞蹈的部分那天有稍微踹过几首，对，好好玩哦，超好玩的。那是你福利，不要跟我抢，不要啦，不是，对我而言那不是福利，我只是想跟姐姐好好的就是切磋一下，切磋知道吗？扫雪知道吗？YF 先生伊拉塞，然后咖饼吗？哦，这个咖饼是咖饼的 kiwi 啊。对不起，我不是在讲奇怪的东西。膀胱系统有问题吗？啊，天哪！哇，居然是膀胱部分哦！好 ，Lover， 祝福你顺利。你记得先去拜拜好不好？请神明大概庇佑一下，然后可以求个平安符带在身上，我觉得会蛮有安全感的啦。对，我相信神明也会好好的，就是帮你这一次的这个刀啊，顺的让它过去，这样，然后好好的休养，恢复精神，这样。有些安排行程能冲下去吗？啊，真的吗？YF 先生，你说的是那个，你说的是10月份的还是11月份？好啦，冲下去应该是南下。好，10月18号，很棒。你们知道吗？你们一拳特点的徽章跟贴纸，米娅现在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安排中了。她还问我说，要弄成像那个红色的那个什么猪肉标章吗？我说就是这样，猪肉标章，好，越猪肉越好。我不管你们要盖在哪里，反正那天我要准备印章，红色印泥，看它盖在脸上，盖在你腿上，哪里都好。然后特别还要送大家我们一拳特点的纪念贴纸，好不好？你各位抖 M 们，然后有2位老师在做，我觉得那个是可爱，那个是萌，很萌啊。就大宝是想要很凶狠的，就觉得说他在监禁我，可是我那时候心里在 OS 觉得说。老师你这样子很可爱，根本一点都不凶狠。好，春丽姐姐，你看好好休息吗 ？OK 的，我会好好的在生活平衡跟工作忙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对，因为最近虽然说很忙，可是我最近有刻意的稍微让自己也回归到9点或者是9点半就寝。对，大家应该有发现我在 DC 就开始那么9点半，然后我要睡觉了，大家拜拜。越是忙碌，你越是要早睡。对，最近快点要恢复成这样的一个。9点半就寝的一个作息齁。先让你大量乳酸堆积后，再用那个滚轮。等一下，三哥你怎么这么懂？因为你常被我打断腿嘛。不是。OK，FKL 想说，看迪卡斯从五谷搬去乌来，有这么厉害吗？前五谷人乌来，等一下，可是我不住五谷啦，我也不住七堵啦，不是我在讲什么。谢谢你们不生气，对，我只是在这条路上用我喜欢的方式去推广，然后刚好也迎来了很契合的你们，很支持的你们，就是这么的刚好这样。所以你家偷偷泼你水吗？哎呦，怎么这么甜蜜啦，春丽姐姐啊！
好，对，也欢迎不管是春丽姐姐还是子妍姐姐，也常常可以上来我们 DC 晒晒恩爱，对，好甜哦，对不对？薄荷，你在转圈圈什么？薄荷，你的刑具准备好了没？薄荷啊，龙飞一拉下来，你各位尊爵不凡的一拳特点的拥有者吗？好不好？好，尊爵不凡的一拳特点的这个珍贵的这个该怎么讲？要说拥有者有点奇怪，被揍者。与会的被揍的贵宾们，你们记得刑具好好的思考一下要怎么被我处刑啊！然后妹妹要切磋啊，姐姐，我想跟你切磋一下那个，听说那个姐姐跳舞很厉害，那个最近妹妹也在练舞啦。对，就是对于钢管这个部分，那个子妍姐姐是否要传授一下啊？那个磨蹭，不是。好，YF 先生，谢谢。10月份呢，感谢你们收到这个啊。咱18号的 V Stage 演唱会的这些门票也是现正热卖中啦。那目前呢，不管是 VIP 门票还是那个普通票的部分，都还是有剩余的状况下，欢迎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而且我们很开心的是这一次。没想到是有办法突破100张以上，而且还在增加当中的状况下，也就是说当天有那个100多个人看你们被揍，100多个人看着你们被揍，你们真的很奇怪。好，对，但是呢，anyway， 就是说可能那个排队伍呢，对，可能就是会呈现一个就是有一些那个时空背景不一样的状况啦。例如就是朱蒂卡这个排队的这个队伍，就是每个人就在问说，请问那个被揍从那边排队吗？对，真的就是体现了那张梗图。请问被揍队伍是从那边排吗？对，我那天就想听到这句话，嘿，请拜托你们用好洪亮的声音大喊给我听，我就说对，在那边排队。选股先生也来噻，我安。然后11月有啥真的不知道吗？好，我也不是没关系，最近这注活动太多了，我大家一一帮您各位介绍。11月的部分是我们11周年的羽瑶前辈的邀请，猪猪真的很荣幸，竟然有机会出现在这位大前辈的演唱会里面。待会会跟大家一一介绍一下。对，我就刚才观看猪猪现场揍人。三哥，也就是说你 VIP 准备好了没？准备被我打断腿了吗？汽车数学地理不是子妍姐姐，我说的不是地理，不是数学，不是英文，对，我说的是舞蹈部分。子妍姐姐，你冷静，子妍姐姐，这只是谐音梗吗？我知道，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地名很有趣，什么什么七股啊，什么五堵啊，然后还有那个。明明是一南一北，但是很像有那个八股跟那个哪里明明是差一南一北的那个叫什么去了？系啊，算了，忘记了，我这里叫到，没准备刑具哦，所以你是想被我空挥揍吗？我可以空挥啊，可以的，好不好？人体钢管部分这个很简单，先找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一张椅子，然后姐姐，你知道这只猪单身的状况下，我实在是不晓得要去哪里找。姐姐，猪猪一直都是单身猪，单身猪的猪猪要去哪里找男朋友了？是不是？子妍很会扭吗？我也觉得，总觉得子妍姐姐舞技应该是很厉害。小天也拉赛，行具什么健身环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这个刑具可能因人而异啦哈。10月18号，这个被揍的刑具，例如本频道的长官哈，就是那位就是不知道。赞助本频道的那个 DLB 专案不知道几次，然后每赞助一次打断1根4支的这个状况下，他已经赞助了大概4、5次的状况下，他可能就是对4支都没了的这个状况下，他还是准备了手指虎要我空挥他，要我揍他，很棒，好，要直接感受到我加成的威力。我其实有在思考，我当天是不是要跟教练借我的拳击手套？没有不行哦，我在想说是不是当天真的要跟教练借拳击手套的状况下，没有不行哦，教练是可以借我的，对，但是我是考量到万一有人有准备刑具的话，那我拳击手套可能就卸下来这样子，对啊，如果说你们没有准备刑具的话，我就拳击手套上，好好玩哦，我有好多东西想跟你们玩，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的感受呢？像那种人夫权利捍卫联盟的资源吗？人夫权利捍卫联盟权在哪里？有这种联盟，就是我不知道。对，这可能对，并不是身为人夫的这个状况下，不晓得有这个联盟啦哈。然后就指的是北港在北部，
哦，南港在北部，北港在南部啊，这个也是。还有那个什么八股七堵一堵二堵三堵四堵，然后我记得之前去台南玩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几堵去了，然后在台南哦，然后好像不知道是6堵还是7堵之后，哎，不对，7堵在北部，等一下，就是好像某一个数字的下一堵就跑到北部去了，我忘记是什么堵，等一下。我的地理毁灭了。哦，飞雪哥哥上车吗？我就费先生，他不是上车了，他是每天都在车上啊，不，他每天都在火箭筒上面哈。看到 Twitter 照片，然后满满的帽子，感受到满满手哦，对，小天，这个我真的觉得是缘分。哎，尊爵不凡的各位面线们呐，你们记得那个时候我经过龙山寺的时候，有跟你们分享到这件事情吗？也就是说是在年初，我们很像是卡加的团队，那个时候还没有第二 B 团队，那时候是卡加这首歌有获奖，然后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庆功宴，然后因为大部分的团员们都在北部，所以我就北上一趟。的那一天，我们不是有经过这个神官帽的这个地点吗？哇，这个缘分真的牵的真的是，我都要跟你们聊一下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冥冥之中真的好有缘哦。对，然后总之这一次我们也顺利的完成了募资，然后也是有小妮妮独得这一顶尊爵不凡独一无二的神官帽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快点过去委托，然后神官帽大师叫做吉祥老师，他真的很屌。好，我先追完聊天室哦，等一下。我觉得我今天很多事情聊不完了，我今天可能聊到5点还没有聊完，我一件件事情聊，等我一下，我先好想你们哦，只要飞雪不乖就把他绑在椅子上这样弄他吗？然后天啊，好坏，姐姐这个我可以学起来，姐姐，我靠这个好坏，然后把那个双手绑起来，还不让他就是可以解决，好坏。哇，姐姐这样超坏的，妹妹我就是不够坏，姐姐你可以多教我几招了。想要这样我看一下，然后我看一下，等一下我聊天室追去哪里了？到时候隔壁排队观众，你看不是我说呀。我是最近在那个练拳击的时候，我是真的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跟那个教练借一下拳击手套，因为他是真的可以借我。然后上手套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当天就麻烦可能米娅或者是我家的小珍妮替我上手套。那上手套其实不是那么难，我会稍微跟他们讲说怎么上的这个状况下，对，没有不行啊，你们没有准备刑具的话，我就真的是拳击手套。是找人夫，好，你去找长官，去找 Saber 都可以，好不好？我们本频道很多熟男，很多熟男人夫，然后我们的米叶也成为人夫了，好不好？对，你是无辜的样子，一定会开看得出来，直言姐姐超会开车。永和路嘛，中和有没有永和路？中和有中和路，然后谢谢小天，谢谢小天，谢谢尊爵不凡的大佬小天，谢谢，一定神明保佑嘛。讲到这个，我们果然聊到神官帽是没有避免的，一定是会聊到神明。好，这个部分我待会跟你们聊一下。只记得那时候，说比较多的一直是餐厅里的事嘛。对，因为很好吃，很好吃。只是我觉得就是真的缘分牵起来，我觉得好。就觉得好感动哦，对，就也有经过文创基地吗？对，我当天才知道说原来那边叫做龙山文创基地，我一直不晓得说就是我一直以为他是某一个店家，然后某一个店家有在接神官帽或者展示神官帽，原来他是隶属文化局，它是隶属文化局的一个展地，对，我不知道。小喵喵嘛，小喵喵，我在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你是企业独得的神官帽的部分。好，我追完聊天室，我就把照片一一拿上来分享哈。上车5预备是吗？然后相较之下，跟对你这样真的是温和多了嘛。对啦，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嘛，对不对？是不是，春妮姐姐？对啊，大家个性都不一样。然后，好，我一一把照片抓下来跟大家分享哦。等我一下哦，好多事情想跟你们聊。等一下哦，快好了。好。等一下我抓一下照片。
好，首先呢，这张照片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就是卡甲团队在北部聚餐的时候啊，这张照片其实我有亮出来，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只是说我找到了一个神官帽的店家，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让大家知道说我想做神官帽，是因为我也在思考说迪卡 3D 的造型是不是真的要否神官帽这样子去做一个设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还在筹备当中。对，但是就是冥冥之中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在思考说，如果我今天想做神官帽的造型的话，就是 3D 我想要弄成神官帽的一个造型的话，其实我有那时候已经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希望有机会把它做出来，未来如果有线下的演出，我是不是可以当场带出来给大家看，甚至就是说我想去收藏它之类的。对，但是因为那些我都还算是当下还算是未定数嘛，对，所以我只是当下在思考说有这个想法，但是还不晓得说可不可行的这个状况下，很巧妙哦。那天聚餐完啊，然后就是又要回去工作的继续回去工作，然后我想一下，那天好像大部分的人都要回去，可能工作干嘛之类的。然后那天很巧的是，草草因为他说要去龙山市站。就是办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那天我记得很像有跟文文，然后大宝老师好像也先回去忙了，对，然后所以那天呢，我记得就是跟草草跟文文有很多话想聊，然后聊可能关于音乐啊，或者是 VTuber 这条路上很多，然后就聊着，然后我们就下了龙山市站一下，然后可能刚好我们要去，就是可能草草去洽公的地方，就经过了这个地方。就经过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然后当下我还不晓得说这个是什么文创基地，我只知道说天哪，这间咖啡厅也太屌了吧！就我最近在思考的这个神官帽，居然就在我眼前。我之前就是在经过这些店之前，我在思考的是说，我今天想要玩一个神官帽造型的一个 3D 的一个形象之外，我还希望说未来有机会把它做出来，自己收藏，或者是未来展演的这个情况下，我可以真的具现化这个神官帽。然后没想到就那天就这样经过这间店，我整个就是傻眼，我就一直站在那个店门口，然后跟曹曹讲说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我拍个照。然后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说这个可能很台湾味，所以就是啾就整个哈马呆了，就整个就是被黏住了这样子，黏在那边，然后不断的拍照。然后我还询问店家说不好意思，我想拍个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思考说如果今天是猪的神官帽的话，我可以参考哪一顶之类，然后顺便问一下报价。对，因为毕竟这个手工的东西一定不便宜嘛。对，然后果真报价听下来就觉得真的是对，果然是价值不菲。对，所以当下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预算有办法把它买下来，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在思考说 3D 募资的事情了，其实已经在思考了。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说好，这么漂亮的手工神官帽，这么台湾味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太美了。我希望有机会让我们这一次的募资计划的最高额的大佬让他独得这样子。对，于是我就开始就是在思考说好，那应该没有意外的话，我的 3D 形象就来玩神官帽吧，就来设计一个神官帽吧。于是我拍了还蛮多张照片的在店里面，然后把这些神官帽的照片全部都丢给 LF 爸爸，跟他说爸爸，我那个 3D 的形象可以帮蜘蛛设计一下吗？那个台湾的神官帽大概是像这样子哦，然后丢了很多张给他。然后你们还记不记得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爸爸那时候神官帽其实对他而言不难画，但是他对于台湾元素的服装没有概念的状况下，他差点就是放弃了，你还记得吗？对，所以就我觉得一切真的都是缘分的，因为还好就是说当时有先经过这个店家，然后我才有这些神官帽的参考图可以丢给爸爸。然后丢给爸爸之后，虽然说他一度画到想放弃，因为可能生儿猪猪女儿的我也是第一次改他的稿，改了2-3次吧。对，而且是大改的那种。对，所以爸爸他真的也是一度画了还蛮挫折的。对，但是当下
我就快点把他拉住，然后说：“爸爸没有，你很厉害，你就是只是因为这次的3D 计划，就是可能我们会比较强调台湾之美，所以就稍微给爸爸一些更明确的方向。然后好险他最后没有跑掉，好险他最后完成了我们这次3D 形象的3、4图。虽然说3、4图大家都看过了，但是我再把它开出来哈，你们等一下。而且配上这个祝神祝 C 的这个 BGM， 我现在觉得心情好安详哦，超级安详的。你等我一下哦，我把我们3、4图这里。好，虽然说是小档案，但是也是非常的大齁。来，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神官帽？这个就是爸爸那个时候帮我们细心去做设计的这个神官帽啦，这个侧面，然后背面都有，全部都有所以一切的缘分其实真的是从年初我们卡家的这个团队的聚餐之后，然后辗转只是为了要陪草草到龙山4站洽公，然后经过了这个龙山的文创基地，然后一切的缘分就从这边开启。我那个时候这张图根本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就是说那时候还不晓得说我是不是真的要玩神官帽这个 3D 形象，结果就遇到了这个店家，我就更加的确定好我就是要神官帽，我就更加的确定。然后于是啊，就神官帽确定之后，我还特别快点问3月的伙伴，对3月的接洽的窗口说，如果今天我的 3D 形象想要弄成神官帽 3D 是有办法实现的吗？那3月他们那边真的也是非常专业，他说没问题，猪猪，你们把那个3、4图给我们，我们真的做得出来。哎呦，还真的做得出来所以一切的缘分真的就是从我就是很意外的经过了这间店，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就是已经确定了，就是我 3D 形象的一个根吧，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种子吧，那种感觉。对不起，我注意一下聊天室衣服很简单啊，我看一下哦。只要好好照顾自己，保养好，永远都是在恋爱的状况里面，就不一样。花到对方什么什么都把你丢下，的确是这样，要先把自己照顾好，对不对，春妮姐姐？然后人造膝盖手术这样子吗？然后要是早早那天休假是不是就错过了？所以我就觉得一切真的都是缘分的，因为为什么会觉得是缘分？是因为呢，猪猪娘娘YF 先生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们3、4图吗？这之前有公开过，这就是猪猪的 3D 形象。对，那个时候还没定案的时候，刚好经过了这一间店，然后一切都是因为我经过了这间店，我就更加确信我要做 3D 形象的神官帽。对，就是从这间店开始，就是那天如果草草没有去，或者是说我没有跟着来的话，就不会遇到这间店了。我甚至也不晓得说要去哪里定做这么厉害的神官帽啊 ！CCK 老师，你拿下，这个都是神明的牵引啊，是吧 ？CCK 老师，CCK 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要讲到神明的牵引呢？我觉得一切真的是太巧了。来，接下来下一张照片，来，我们接下来。也就是说，9月15号有北上去动补，北上去动补。然后呢，我们顺便也跟龙山文创基地的店家说，我们确定要定制我们猪猪 3D 形象的神官帽了。然后也特别就是询问说，可能报价啊，还有就是取货的时间之类的。然后啊，很巧的是，刚好店家是说，他们固定都是礼拜一公休，那所以说我北上的时间刚好就是礼拜一嘛，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好可惜，因为我可以的话还是想要当面，就是看能不能当面说。然后没想到就是对方的老师，也就是说这个神官帽的老师好像也是这么觉得，也就是说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是高雄人，我只有那天有机会北上的状况下，那有没有办法？可能就是那一天，可能你们在没有开店的状况下，但是我们快点过去跟你们洽谈一下。就对方也说好因为他说刚好老师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当天其实是没有营业的状况下，但是老师特别在那边等我们，就是为了跟我们聊聊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个神官帽。所以我们当天就算是从动补棚出来之后，我们就快点赶过去我们的龙山文创基地。然后就遇到了这位老师，好，2位都是老师，左边的大宝老师大家应该很熟悉，拿着我的嘎记住。中间这一位我真的是称他为就是台湾我们手工神官帽的第一把交椅，吉祥老师。对，不晓得为什么他让我想到某一个
他让我想到他好像他长得像失忆男哦，你们知道失忆男这位艺人吗？就是也是长得很清秀，然后眼睛超像的，而且失忆男的妈妈好像也是算是歌仔戏还是国剧的某一个演员嘛，总之就是都是很优秀。对，那时候见到这位老师的气质，就觉得说天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讲，气质就是很舒服。然后他就是这些神官帽的爸爸，他就是这些神官帽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些基本上全都是他设计的，他亲自设计的。对，超屌超厉害。而且你们看到下面有很多奖杯，这就是这位吉祥老师他在国外不是国内，在国外陆续因为神官帽或者是他设计的这些服饰拿回来的奖。也就是说在台湾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年轻人或者是说在奖项部分不是那么被重视，甚至不是那么多奖项有办法去角逐，但是在国外大家都很佩服，就我们台湾有这些这么精细的工，就像李菲亚一样，就是说他会把台湾之美到国外去参赛，然后赢得可能冠军金奖优胜回来的一样的道理。我真的觉得这些就是台湾之美的东西。对，所以那时候见到老师啊，他也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神官帽怎么来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他想要做这些东西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稍微就会觉得说聊之下会觉得说我们大概想的都一样吧，就是说会想见个面，然后彼此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会想做这顶帽子，你这个用途是什么，然后出自于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希望他每一个帽子带回去的主人都可以好好的保护它，好好的珍惜它，是同样的道理。而我会想要跟老师亲自见面，也是因为就是想告诉他说，我经营这一块到这里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帮助，不管是面线们或者是老师们、贵人们、逼朋朋们。那今天有机会实现这个神官帽形象的 3D， 可以的话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然后再加上很开心有观众真的是很支持我们最贵的专案，真的是投入了39万，他真的可以获得这顶神官帽。我希望老师真的也是用最也不要说最好，就是说很开心可以经由老师之手把这个最昂贵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属于迪卡频道的这个神官帽好好的制作出来。对，我想传达的是这个。那当天很巧的是，其实我们就是聊到最后啊，因为一开始可能老师也不晓得说我们是不是什么宗教，或者也不晓得说我们到底怎么讲信不信可能关于道教这部分的东西，宝贝啊什么之类，因为每个人信仰不一样。对，但是在聊到最后的时候，很像我突然开了一个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神官帽之外，我们在这张照片的 Double 老师的左后方有没有看到，其中有一顶神官帽有很像神明，我们去庙宇里面，我们去寺庙里面常会看到神明的那个球球，有没有看到红色橘色这些球球？这些球球一看就觉得说很神明，就可能是祝生娘娘或者是妈祖，可能是妈祖他们会戴上去的这些神官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区别出来？就是这些球球的状况，我就说这个球球的部分很像神明会佩戴的神官帽。那请问老师，就是宫庙的一些单位会来跟您接洽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有啊，就是这些其实基本上他也是很坚持说神秘的官帽他就是基本上都会加上球球对，基本上就是会加上球球这样子。对，然后我说对啊，就是我就想说神官帽可能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不是聊到神明的部分，只是聊说我在经营这个东西，然后为什么可能要过来安排这个神官帽的这个定制什么之类的。然后聊着聊着，就是因为这个很糗糗的这顶神官帽，我就想说顺便问一下，结果没想到就是老师就说其实因为可能在做神官帽的关系，那所以说有些宫庙的一些单位可能也是会来委托之类的，甚至有神明就是直接托梦给他，然后可能想定制神官帽之外，还请他来办很大的活动之类的，就这些，我们就突然又聊到了这一块，就很妙。我觉得说哇，就是我们越是靠近这一块，可能就有一些
会互相牵引的东西。当时我觉得聊到这边是觉得还好，顶多就是说我很开心可以找到吉祥老师来替我们制作这一顶神官帽。对，但聊着聊着，老师也说可能哪一个神明托梦给他，哪一个神明托梦给他之外，然后办完这个大活动之后，然后神明很可爱，就他们很像有那种喝康道修本，然后也报给另外一个神明之后，然后另外一个神明又托梦给他说，他也要办一个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超好笑。对，艺术品真的总是有故事的，特别是这个吉祥老师，他很爱护他每一尊每一顶他制作出来的宝宝，对他而言就是个孩子，所以他可能才想跟我们见上一面，然后也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也就是说被托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可爱哦，神明们其实就觉得冥冥之中就是很有趣。然后因为吉祥老师聊到了这个，所以我也是默默的就是跟吉祥老师讲说，其实讲到这个，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又聊到拔杯嘛，然后我就有跟他聊到说，我这一次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募资以前、募资中间、募资以后，我说我也去烦了很多很多的神明，我说五财神也去烦，诸圣娘娘也去烦，土地公也去烦，然后我想一下，月老也去烦，然后观世音菩萨也去烦，然后玉皇大帝也去烦，我说我已经烦到就是神明都叫我不要再拔杯了，还有二爷，对我庙的二爷一定要去烦的，什么之类的，广泽宫的有大宝老师出现了，对，当天也谢谢大宝老师有陪猪猪过去，我觉得有一起过去真的是太好了，就彼此互相了解，就是我觉得有见上一面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是有一些东西道理是相通的，真的都是很珍惜文化这一块，我们才会聚集在一起。然后我就跟吉祥老师聊到说，对，我烦了很多神明，对，然后就可能拔不会拔到神明叫我不要再问了，就可能就是会顺顺的就叫我不要再问了，就是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会顺顺过的什么之类的之外呢，然后我说就可能这次北上之前我也有去跟神明问一下我们这次专辑制作的这些事情能不能顺利呢，干嘛干嘛的，但是这个我要先卖个关子这个我只有跟可能5000老师跟大宝老师讲而已。好，总之呢就问了很多，对，然后宝贝也宝到了一些东西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总之那个也谢谢二爷很照顾我们。然后这时候吉祥老师问我说，二爷，然后他说他问我去高雄的哪一间关帝庙，我说我都是去武庙这样子。然后他说那因为他们老家其实也在高雄，在盐城区那边的关帝庙。我说我知道，因为高雄如果说关帝庙的话，就是有2间很有名，第一间就是可能老师他们老家那边盐城区的，然后第二间就是可能猪猪比较常去的武庙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哇，真的是缘分，因为他说他是盐城区黑二爷 K 囝，对，你们听得懂 K 囝吗？干儿子，对，就是说之前有一些缘分，所以他跟盐城区的二爷就变成了一个 K 囝的关系，对，也就是说就干爸爸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很有缘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然后那时候老师也跟我讲说天哪，这真的是很有缘耶。所以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天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神明自有安排。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妈呀说神明自有安排，我就说对啊，我说如果年初我并没有跟这位比鹏鹏，也就是说曹操一起可能跟他洽公干嘛的话，我完全不晓得说这边居然有在制作这么厉害的神官帽。对，我说其实就很悬的是，其实我那几天我的脑子一直在想说，我想要做一顶神官帽，可是我想去委托神官帽，可是好吗？观众喜欢吗？还有我要去哪里委托神官帽？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做，有适合的店家吗？有厉害的老师吗？然后3D 形象的猪猪，大家会喜欢神官帽形象吗？就是一直在转这些事情，然后转着，反正他家的聚餐那天就到了，我就带着这些想法跟烦恼，就是上了北上，然后跟大家聚餐完，然后就跟着曹操，跟着他洽公，然后就来到了这里。对啊，所以就觉得好悬哦。所以吉祥老师说神明自有安排的时候，我就有点头皮发麻然后当中其实我们还有讲到就是关于可能宝贝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可能之后我才会慢慢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就是神明会
有给予一些可能我们未来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回答，对，但是我觉得未来好，等到时机到了，我会再跟大家做说明这样子。有些事情其实自己已经有答案，都会问一句，事不用再问，因为我自己都知道，每次答对就先不会。这样也是没有错，三哥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去问神明，其实自己已经有答案了，只是希望神明 push 一下我们。对，其实我也会常常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当像我今年度做了很多很多的比较重大的计划，然后跟大宝老师合作很多很多，就是比较要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冲的这些东西，我就一定非得可能要去请示一下神明了。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敢有答案，对，我可能就直接只能请示神明，问说这样到底好不好？这样，好，吉马上懂吗？然后追生者伊拉塞，对，就很玄啊，超级超级玄的。所以就是刚好，我是觉得。可能刚好神官帽嘛，我们会想到戏曲、歌仔戏、京剧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也算是跟神明有一些非常非常巧妙的连结。那也没想到，就是说吉祥老师也跟我们聊到了这么深刻的东西之外呢，他店里有放一盏神官帽正在进行，然后做到一半，他就直接跟我们讲说，这一顶是翠凤姐的。然后我跟大宝是讲吹风啊，孙吹风啊，明华园啊。然后他说对，就是其实吉祥老师之前他是不接，很像是不接人家委托的案子，对，他只是翠凤姐像撸他撸了好几个月，还是撸几年了？当时是大宝老师你还在吗？吉祥老师是说翠凤姐撸他几年了，还是几个月我忘了。总之就是三番两次，有点三顾茅庐那样子嘛。然后吉祥老师才终于答应说好，就开始正式接案子了吧。就很巧妙的就是正式接案子之后，然后我这边在烦恼的事情也有了一个定案，就觉得说好，我想要真的试试看神官帽。然后刚好时间点也很恰巧的，吉祥老师愿意接案子的这个状况下，他也愿意承接我们迪卡 3D 画神格化的这个神官帽的这个案子了。真的是太好了哦！官方说法是说撸了5年，是不是？好，我这个太感谢翠凤姐了。对，好，那总之就是，我只能说吉祥老师的手艺啊，就连我们台湾真的是国宝级的这些资深艺人们也都看在眼里。好，那不只是翠凤姐哦，其实这个地方。听吉祥老师说，他也是常常就是跟翠凤姐或者是杨丽花姐、陈雅兰姐，就是在他们有营业的时间，然后特别为他们开放，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偷偷过来这样子，就是可能有一些神官帽的东西，或者只是单纯想聊天，聊一些展览的东西，然后他们会特别就是为他们而开放这个时间这样子。对啊，是我们的塔塔，对，都很神，都是大神级的。对，所以我当天坐在那边，我真的就是，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天啊，这太悬了！我说我有时候有些东西说不上来，就是很像什么东西牵引着你，对。然后不管是 CCK 老师说啊，那个妈做牛来托梦说要支持迪卡 IP 也好，或者吉祥老师说他本身就是二爷的 K gang，那。他说冥冥之中会把我们带过去。天哪，就这句话我也听得头皮发麻，好悬哦！塔塔伊拉塞，感谢野狐的降落，聪聪伊拉塞，然后白夜伊拉塞，莫公伊拉塞，伟明伊拉塞，好伊拉塞，然后是奇英伊拉塞，谢谢你来到猪猪频道，然后默默跟台感谢降落，然后 JN 感谢降落，塔塔降落，开台辛苦了。大宝师也好像我们的小扳手，君臣伊拉塞，然后对，欢迎降落，谢谢你们的降落，伊拉塞。猪猪今天在聊，就是这2天，不，应该不是这2天，这几个月吧，最近在忙的东西。今天原本想说我要开一个无声练歌台，但是我想了一下，不行，我好多话想跟你们聊，我还是聊天好了。一个人练歌很寂寞，要练歌什么的，我自己关台练就好了。我要把握可以开台的时间见大家。你看，塔塔来了，谢谢塔塔的降落，然后记得吃饭不要太累哦，好不好？欢迎意见3连订阅、按赞、分享，谢谢 YF 先生。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吉祥老师真的不容易耶，真的是不简单，这个真的是大人物。对，而且就是就也没想到说。
这些缘分牵引着这么深层的这个资深艺人哈。我那时候听到这3位国宝级的这个资深的艺人，那时候也是有头皮发麻，就觉得说天哪，好厉害哦！就是第一次觉得自己跟那个翠凤姐、跟丽花姐还有雅兰姐这么近，就明明可能小小的我他们一定不认识，可是觉得说他们来过我也踏过这个地，这个黑白的这块地，对，代表我应该有稍微接近一下他们了，对。无声恋跟带关班几分钟。塔瓦，你太了解我了，可恶！音乐伊拉塞，谢谢你们的降落。就是目前在聊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将我的3D 形象真的变成了一个神官帽、宫庙形象的这个时候，我带着这个烦恼呢，然后北上跟大家一起吃了庆功宴，就是我们金米奖的那个原创曲奖项的庆功宴。然后那时候还是卡甲团队，不是第二 B 团队。那时候第二 B 阿公还没出现。那时候我们大宝老师还没成为第二 B 阿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说，我是不是真的要玩神官帽形象的那个时候，就很巧妙的，我们聚餐完我就经过了这里，一切就很巧的从这里开始，我就决定，天哪，神官帽居然真的当下看真的很美，我当下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把我的3D 形象弄成神官帽，我才不管大家喜不喜欢，你看多任性，好任性，你知道？那时候还在担心说。就这个圈子就是不晓得对于神官帽接受度怎么样，很担心大家不喜欢。可是我看到那个神官帽就是这么多顶，居然可以就是做的这么漂亮的那个当下，我就决定好对我不管大家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我要了。对，我的3D 形象就是要神官帽，谢谢。当下就已经埋下了这个小小的种子。好，所以当下就是快点也跟大宝师讲说，我有这个想法，快点跟就是3月的窗口说，询问说是不是神官帽他们做得出来3D，他说可以，什么都做得出来，对，这不愧是3月，太厉害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是 LF 爸爸疯狂压榨他爸爸你这个可能要这样子改一下，压榨到爸爸就是第一次不想接女儿的图，压榨到爸爸一度中间还跟我讲说，君你要不要去起其他会师画看看？我是香港人，我觉得我画不出来，好可怜这样子。好啦，我觉得这些过程就是很巧妙的，就是从年初开始就是马不停蹄。忙得要死，然后筹备这些东西，虽然说现在也很忙，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 right now， 我们9月18号2点57分的 right now， 我跟大宝老师也是每天干，就是以前没有干这个东西了，连自动增生都来不及了，这个状况下也是很忙。可是回想起就是那天去跟吉祥老师委托的那个时候，就见了吉祥老师一面，然后我发现他只是想看一下。我觉得有时候就这样子你见了面，你反而会可以更放心的去，将委托者的这顶帽子做出来嘛。因为可能见面之前会觉得说，不晓得委托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会好好照顾我做出来的神官帽吗？他们真的是因为喜欢神官帽然后来委托的吗？还是为了商业价值呢之类的？我觉得多少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对，所以我也是很赞成，就是说见个面，我们当面来聊，哇，就聊下去，真的彼此都是很守护台湾文化这一块。我们一直在聊说什么东西是否台湾文化，那可能今天要出国比赛，我们因为加了什么台湾文化的元素，我们获得了可能当场最高分，我们把金奖带回来什么之类的，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好感动。对，还有台北市熊赞都有，对，没有错。而且你们知道吗？后面的神官帽真的很屌，有些是之前的政治人物也是有带过。然后还有就是大宝老师现在在聊天室就是打出来的这个熊赞也有带过，对，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都是出自于吉祥老师的心血。所以吉祥老师之前他就觉得说这是他设计的东西，他可能会舍不得让对方带走。但是听说我们神通广大的翠凤姐撸了他5年，前撸后撸了5年，吉祥老师终于答应了。但是吉祥老师有一个算是小小的条件哦，他说这些他的宝宝们，他的神官帽们，即使是做给翠凤姐，可能在剧团使用好了，那可能未来吉祥老师在开画展，或者是说这些神官帽展，
这些展览的时候，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些宝宝带回去，让他展览。这绝对是没问题的，这绝对是没问题。而且就是因为这样，当时我们有跟就是那个小妮妮稍微聊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原本是想说我们就是全台独家唯一一顶，就是落入小妮妮家，对。但是如果说之后要牵扯到说，如果吉祥老师真的还要带回去展览的话，可以的话，我尽量不要动到观众那一点。而且我这边如果自己再多做一点的话，我跟小妮妮solo 耶，我们情侣帽不要太羡慕哦。小妮妮听到之后超开心的，我跟猪猪一人一顶，别人都没有。我说对，我们一人一顶，超可爱。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有商业用途，或者我们要展演什么之类的，我们理当也是得要另外自己再委托一顶自己用，因为我想说尽可能不要去动到观众私藏的比较好，因为万一我们可能展演回来少了一片香菜，少了一颗猪猪，这个真的也是捶心肝。对，所以想说好，我们还是另外再委托一顶。而且这个状况下，其实基本上观众一定也是 OK。对，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我这个一定要知会一下，毕竟是39万中卷不凡的大佬，对不对？你这种神怪帽是猪猪量身定做吗？对，量身定做，真的是。对，但是我是觉得应该也差，应该其实可以戴的神怪帽，大概头围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啊。现在发现有会员吗？西瓜瓜被砸中了吗 ？OK， 有会员，恭喜我们一堆多国在吗？开关先生，你在叫什么？开关先生是说开关先生啊？你那个10月18号是不是有要被揍啊？还是你在给我卖关子啊？哈，对，真绝不凡，就是，但是我想说。不知道就是会不会就是很担心，就是说观众会不会 care 说我就是要这个全他一顶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我想太多了，对。小妮妮还说我跟蜘蛛一人一顶就那个情侣帽，说对，情侣帽没错，情侣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那天就聊了好多，然后我也就是决定说好，那我们就下定2顶好了，我们就尽量不要动到39万大佬那一顶尊爵不凡的帽子。那未来可能吉祥老师要再把我们这顶神官帽请回去展览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动到我们自己这边的，让老师带回去展览就好。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连结真的是好悬哦。对，就是要尊爵不凡。开关先生你怎么了？你在转什么圈圈呢？开关先生哈。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一天我就进了这家店里，然后其实这个角度的神官帽，我在年初的时候也拍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角度，然后神官帽摆设的位置也是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下面的奖牌变多了，真的，下面的奖牌变多了，下面的奖牌，对啊，我记得好像是变多了吧，1、2格吧，对，好屌哦，吉祥老师。然后那时候一进店里，我就觉得说，哇，真是太神奇了。那个时候我记得。经过这里的时候，我就一直黏在这间店，我就一直看，然后我还跟草草跟我们讲说，没关系，你们先去咖啡厅，我可能要照一下，然后他们2个还人很好，在外面等我，这样，我说不好意思，我照一下，然后顺便跟妹妹问说，请问这些神官帽有在卖吗？然后妹妹就说没有我就那时候就然后就觉得好了，算了，不问白不问，我就下一句问说，那请问一下有在定做吗？然后他就停顿了一下说，很像有你要不要问一下老师？我就有在定做有在定做太好了太好了，一切都是缘分啦。对，奖牌变多了，你们等我一下，我找一下年初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奖牌有变多啊，同样的那个角度，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是不是真的奖牌变多了，我记得有啊。兰卡家的聚会是在今年的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今年1月份，是不是？等我一下1月份吗？还是12月？我记得好像12月，对，应该12月。我们卡家的聚餐应该12月吧？我看一下哦。我在找，你们等我一下。我嘴看嘛样还是12月，应该是12月了。
快好了哈，等我一下。而且我记得那天还去龙山寺那边收集了很多那个比较那个霓虹灯的那个就是什么？好，算了，照片太多，暂时找不太到。好，算了，没关系。总之，我记得我那天还去那个收集了那个，不小心经过龙山寺，然后那个一些霓虹灯。我觉得这个就不要说是深色场所，就是我觉得在某些部分，那些霓虹灯其实也代表了某一种文化的台湾味。对，12月19是不是？好，谢谢他吧。还是说奖牌没变多啊？只是我自己错觉吗？哦，有了，我看到了一个，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我们比照一下。就原本奖牌就很多这样，是我那天没注意到吗？好，这个是12月19号，谢谢他吧哈。很像原本奖牌就很多，可是对耶，原本奖牌就很多，原本奖牌就很多，但是刚好这个角度，我跟你们说，那个熊赞啊，熊赞戴的就是这一顶。这一顶有没有？就是颜色比较深，但熊赞有戴过哦，我觉得超屌的。熊赞就是戴这一顶，好厉害哦！每一顶真的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爷爷伊拉塞，午安，新秀二伊拉塞，久住青烟，新秀二伊拉塞。然后伟成，谢谢你们的降落。是风梨降落吗？谢谢，不好意思，我刚忙着在找神官帽，不好意思。来，我们快点跟风梨打声招呼。风梨伊拉塞，你好，来，欢迎来到猪猪的那个神官帽现场。来，我先把一些照片先把它挪动一下，我们迎来我们的贵宾，我们可爱的 V 鹏鹏，风梨，谢谢你的降落，伊拉塞，风梨的观众们是风梨伊拉塞，风梨姐姐现在在跟大家聊说，就是猪猪的这个3D 的形象啊，一切的起源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就是我们这个龙山寺的这个文创基地，对，因为在我还很犹豫是不是我的3D 形象要做成神官帽的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去年的12月中旬，就是跟算是原创曲的制作团队有聚餐，然后聚餐的情况下，然后总之聚餐结束之后，又来到了我们龙山的，这算是文创基地，而且是恰巧经过的情形下，我看到了琳琅满目的神官帽，我当时觉得妈呀，神官帽真的很美，我果然没有想错，我不管我观众喜不喜欢，反正我就是要神官帽形象了，我确定了，就是要。是吴谦老师，你来噻，吴谦老师也谢谢你。对，因为就是最近也是有跟过去庙里面跟各位神明老板们就是交代一下说，感谢保佑我们的计划顺。对，然后顺便询问一下未来计划的之类的。对，等于说老板们也是有算是给我们的一些方向哈。那这些方向的那些 boy 呢，也是有稍微请示一下吴谦老师啊。例如就是有一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很有趣，就是我们基本上 DOB 专辑会发行的日期已经算是确定了，对。然后那时候我有跟二爷讲说，希望就是二爷保佑我们，可能在几月几号发行专辑顺利哦。然后没杯，我想不会吧，二爷应该不会不想保佑吧。然后我突然就是灵机一动，想说还是说他不想要这一天。然后我就可能想说，好，那我就隔天好了，就是我们原定的发行日的隔天呢，再问哥伯不会，哥伯不会。然后我想说，好，那原定发行日的前一天好了，我就想要随便问，原定发行日的前一天，二爷就说好。那我心里想说，会不会只是巧合？我就反复问。真的要这天发行吗？二爷，显杯。然后我又跟二爷讲说，可是二爷，我们那个发行的日期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能说动就动呢？我可能要跟团队讨论一下啊。如果说真的不方便挪动到前一天的话，我们可能还是维持原本预定的那天，好不好啊？不杯。然后我说，
好，二爷不管怎样，你就是希望我们在那天发行就对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天是比较好的日子，是这样子是吗？然后就bỏ下去个显杯，然后我就脑袋转圈圈了一下，我就快点通知一下武谦老师跟大宝老师，问说这个情况怎么办。然后大宝老师就说：“哦，没关系啊，反正差1天而已啊，不要差1个月就好了，要不然我会死掉啊。”然后我说：“哦，差1天没关系吗？”然后很有趣的是，武谦老师也很可爱哦，谢谢武谦老师。武谦老师就说：“哦，他也特别再去帮我连线了一下我们高雄关帝庙的二爷，还真的跟他请示说，到底二爷真的是希望哪一天？出来还真的就是，总之那个月份呢，武谦老师请示了大概有几天。”真的就是我们原定发行的那天，二爷就是不要，怎么样就是不要。然后其中有一天就是二爷想要的那一天，然后于是武谦老师雄心豹子胆的就去跟二爷请示说：好，如果二爷您希望在这一天，我们弟子就照做，但是也请您造福一下，就是这一天发行的一些人气跟一些销量，然后直接跟他谈条件，哇靠，不愧是武谦老师。然后没有问题，显杯好，所以总之我们就确定是那一天发行了。所以那至于就是哪一天发行，那个可以放消息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说。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好悬哦，这些东西我也有跟吉祥老师分享到，然后就是因为我分享的这些东西，他才跟我讲说，他是盐城区那边关帝庙二爷的 K 囝。所以我那时候又是一阵头皮发麻，就是又骂起来，又是一阵头皮发麻。谢谢风雷，好赞吗？我自己因为就是很喜欢本土的东西，然后这些戏曲、神官帽或者是宫庙常常看到神明的这些官帽，其实我每次去庙里面拜拜，我一定会去观察他们的官帽，超级漂亮，这些工真的都很细，超级厉害，对。然后我觉得啦，说到这个呢，真的是讲不完，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设计装帧也是算是邀请到了很厉害重量级的一个台湾的一个艺术老师。Moshi Sandhao Ju Gao Shan Yan Chu Yi Ki Shun Li Moshi Sandhao Ju Gao Shan Yan Chu Yi Ki Shun Li 请问有没有喜3号999高雄眼球一圈圈里那个莫喜3号是哪3号？哪一个？到底本频道这么多莫喜，我抓不到到底是哪一个？3号是吗？谢谢你的66大顺，但是请问那个莫喜到底是哪一号莫喜？你们要不要那个10月18号 V Stage 演唱会，然后每个人都身穿西装，然后头戴那个莫喜面具，然后写莫喜，就是全部都是莫喜，清一色都是莫喜。我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清一色全部都写莫喜，我还点得出你们的名字。我真他妈太厉害了我真他妈对你们太专情了，我的天哪好想挑战看看哦。这里好像真的吗？点下去是错的吗？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哦。谢谢六对耶，点下去是错的，等一下，不好意思等一下，对不起，我不知道点下去是错的。宝贝，好，谢谢宝贝，我们重新置顶那个宝贝的链接。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正常发挥中，这次猪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举我们的那个 V Stage 演唱会，对，但是就是殊不知大家点下去那个链接就是没有办法使用哈，对，那个就是对，可能就是既定的 SOP， 就是猪猪开台，可能在某一个时段就突然被盗账号，这不知道为什么，对，坚持，谢谢小林宝贝VIP 票种在这里，对，谢谢你们，对，二爷有他的坚持，就这样置顶好像。一次只能放一个只能放一个王子。好，那我觉得那就放普通票好了，因为普通票的资讯比较多。对，超级坚持等到就是到时候我们的那个发行的那个时间入出之后啊，我再跟大家聊到底是哪一天。反正就是原本是原定的日期。二也不要，我们就挪到了前一天，应该是很好猜。对，只要我们露出的那一天，你们往后推一天就知道说原本我们是要那一天，但是那一天就二爷怎么样都不要，很有趣，超有趣的。小美，包括你刚刚的直播资讯吗？谢谢水灵宝贝，谢谢。每个人都称自己是猫喜。你们要不要就是在那个被揍的那个队伍，然后每个都戴上那个猫喜面具？那个超坏的呀！你们就混一只优，为什么是优喜？你又喜欢的你，有啥？好了，不是这种东西。
好了，谢谢你们的降落，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迎来我们塔塔，以及我们风梨的降落。对，而且蜘蛛啊，从9月开始，不断的，就是一直努力的在录音，然后以及筹备我们3D showcase 的一些排程跟节目。我其实今天在开台之前，还在群组跟大宝老师，还有一些朋友在聊说有什么样的节目特别台味的。对，也就是说这次3D showcase 除了想唱歌给你们听，除了就是有我们宗成老师替我们设计的电子花车之外，我们还希望还有更加台味的东西出现。对，所以这2天想了一下，我想到了一个很北蓝的东西先不讲，先卖个关子。对，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猪猪的3D showcase 之外，也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台味，而且是台到让你们会心一笑的那种。对，就刚刚我有丢一个可能可以让来宾或者是观众会心一笑的东西，可是不知道做不做出来，因为感觉成本有点高对，所以我们还在想说什么样的状况是有办法去呈现这些东西啦。这样有没有是某只跟着红帽子居然跟那种绿恐龙，什么东西？游戏啊，游戏，来，好可爱哦！我超喜欢玩游戏的，游戏什么都吃，是个吃货，超级可爱。游戏。好了，像没有时间玩电动，不然就是ハマってるそれがめちゃくちゃハマってるよ。这个玩下去会变成精神时光屋，不能玩。蜘蛛其实超喜欢玩电动的，可是就是很多时间不敢玩，玩下去就完蛋了。玩下去，你们大概看不到我了，真的。谢谢大家，这个就是这次蜘蛛带在9月15号，就是我们忙完工作之后，快点赶到我们龙34去找吉祥老师洽谈，然后才知道说有很多的缘分，原来早就牵引在一起了哦。游戏超好玩呐！我是从小看哥哥玩电动长大，还被迫就是学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激战主题曲。身为这样子的妹妹，你们懂我的心情吗？好了，不懂也没关系啦。总之呢 ，Misstage 演唱会的那个票目前那个销售状况还不错呢。我们水灵宝贝替我们置顶的那个连结呢，那个售票网址点进去咯，好不好？高雄流行音乐中心10月10号等待您的莅临，好不好？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成员有我们去年的通通，我们这次的米娜板板是我们的总筹办。以及我们去年也是很可爱的尤里酱，这一次加入了我的台语好姐妹51啊，好爽哦！我可以跟她大唱台语歌了。来，我们的 V-Stage 演唱会演唱会的图片哦，我吹一个，带我一个。最近太忙了，咱 V-Stage 的那个图片在哪位？在哪位？啊，唱嘛，凶吹无。等一下，我前阵子在整理那个精密企划书，我把所有的图片都丢在我的下载区，全部下载在一起，因为根本没有空去整理了，我干脆全部先下载在一起。Misstage 演唱会主视觉图在哪里？主视觉图在哪里？好啦，主视觉图等一下啦，来我们那个 VIP 特点。3200块就可以获得棉花娃猪猪，超级可爱。我问一下，我问一下那个棉花网的那个棉花娃的那个过程，能不能先给你们看一下？超级精致，超级好看。看一下哦。我问一下板板。等一下哈，问一下米娜版本这可不可以公开？应该是可以啦，我觉得这算是会刺激销量，因为真的很精致。好，等板板回复一下哈。好漂亮哦，做的真的超精致，这次的棉花娃的这个厂商真的是超级厉害。好，还有这个先下载下来，等一下可以放的时候就直接可以放给你们看吼。好漂亮，超级漂亮。
就等班班回复了。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 V-Stage 演唱会，我们的那个 VIP 资格目前在我们的 VIP 的售票网址那边还是有的哈，还是有现成的哈。那这次的那个雷射手提袋啊，超级好看的，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照片。最近我就是疯狂照了一些照片，可以分享就快点分享。然后还不晓得我们 V-Stage 演唱会的话，你们可以在置顶的连结，好，刚刚我们水灵宝贝已经帮我们整理好一条，点下去不会有任何错误的连结在那边了。谢谢水灵宝贝。等一下哦，天哪，我最近的照片也太乱了吧！每次要找就一下找不到，算了算了，在我的相簿找。好，我们现在又从那个去年的12月19号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一阵子照的照片。有呢有呢，好，叠叠加哈。好，给你们看一下。好，这个是手提袋的实体。好，雷射手提袋真的超级超级漂亮的。也就是说，在右上角有放上那个这次的立牌，好，立牌先做一个对比，食品真的是超级漂亮。好，然后右手边还有那个钥匙圈的部分啊，还有那个那应该算是什么毛巾还是那个叫什么手服？其实我毛巾手服我搞不太清楚，对，但是这些东西真的也是米娜白板真的替我们精挑细选，对，而且特别要讲的是这次的棉花娃，这次的棉花娃真的是很精致之外，猪猪的脚底下还是猪蹄。对，我记得其他成员都是猫脚印，好像猫肉球，但是我这边就是有请那个厂商特别帮我做成猪蹄，好可爱好可爱哦，你们知道吗？超级可爱啊！就可以开台来玩吗？我刚开台下去，我连歌都不用念了。就是现在我的时间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只能把它拿来做该做的事情。真的要玩游戏，我觉得真的好了。等到我们专辑安详的让它发行之后，要来玩再来玩这样。原来是猪哥的破坏，然后猪猪看吗？我会变得这么宅一部分，正是因为我哥真的。前阵有看到被脱光的通通娃娃吗？啊，原来可以公开，应该是可以公开了。我想说还是礼貌性跟那个米娜板板讲一下。被脱光的通通娃娃非常 sexy， 有没有猪中的猪体？对，超级可爱的。对，实体成品出来了，就是米娜板板有在我们的群组放给我们看，但是我先确认一下是不是可以放给你们看，这样对的，应该要出来，很可爱，真的是超可爱。现场有卖娃娃，是的 ，YF 先生现场是有卖娃娃的，对，但是那个数量剩多少我忘了。我只知道我们这次 V-Stage 演唱会预购是到9月15号，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穿插交错的忙，一下子888好，9月15号了，好，今天18号了，好，我们预购结束了，对，就这样888的，好，谢谢板板说可以，我给你们看娃娃，我们先来看那个静止的，可是这个还是娃娃的图中，还没有加上头发，好，你们就先看配件，你们先看配件跟我的光头，你们先看配件跟我的光头，这样有点奇怪。来，好精致哦，真的是超级精致的，超级精致，有没有？真的很感谢这位厂商，而且每一只都是手工，纯手工去一一把它缝出来，超级漂亮，好美哦。然后除此之外，给你们看那个，这个很可爱，这个是帮我们制作的这位朋友，对。他讲话好可爱，就传上去了，就像绑头发一样，就大家应该听得到他讲话。你传上去，你就给它扣上去，就跟你盘头他是这个发一样。娃娃的妈妈，对，做的非常精致。也就是说，你们拿到这个手工娃，你们如果想要把我的那个手套拿下来，就像这样传上去哦，就像绑头发一样传上去。因为我这手还要。前面还支了个手机啊，我有点别不，就跟你盘头发一样就好啦。对，就是这样缠上去，知道吗？
好可爱哦，超级可爱的，希望可以顺利拿到吗？啊，小喵喵已经有先买 VIP 了吗？啊，是板板的伊奈香，哇哇！欢迎我们这次统筹最辛苦的板板，啪叽啪叽啪叽。板板，你的肝还在吗？你的肝还在吗，亲爱的板板？而且板板为什么没有我的扳手啊？等一下，对，猪耳朵。哦，说好的工作直播嘞，那个原本要工作一下的咯，但是呢，实在是太想念大家了，那我就只能就是先聊个天咯，聊天也是我的工作咯。我刚原本真的想关掉我的这个麦克风，然后好好的就自己练习咯，但这个状况下，我想了一下咯，真的是非常的寂寞呢，没加过加傻逼戏呢，怎样就秀博呢？就秀博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还是决定哈，我还是好好跟大家聊天，我还是好好跟大家聊天。啊，就缠上去了，对，买了啊，小喵喵买了 VIP 呢，应该是可以有哥哥帮你拿回来啊。这个助攻一看就是不得了了，对，这缠上去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一看就缠上去，是不是？缠上去，你缠上去，你就给它扣上去，就跟你盘头发一样。就这么缠就好了，因为我这手还要缠上去了，前面还支了个手机啊，我有点别不，就跟你盘头发一样就好啦。然后好可爱哦，连我自己都想要快点拿到，它真的好可爱哦。所以你各位好，就是如果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娃娃的话。直接 VIP 买起来了，你看还有烫金明信片，然后还有亲签见面会，还有我们那个还可以合照，怎么这么爽？超爽！我现在想到，对，你们还可以合照，你们真的很爽，你们知道吗？米娜板板真的很疼你们，亲爱的板板，你真的太疼他们了，我只能说真的很疼很疼。对啦，有挂杂谈台啦。没有诈欺啦，是不是？在实验室论文吗？加油加油！论文真的是。大変だけど頑張ってね，就觉得好像现在缠就让缠上去了。这只要你们有买这个3200的资格，那个就缠上去了，就跟你们的这个红线缠上去了。你缠上去，你就给它扣上去，就跟你盘头发一样，就这么缠就好了。因为我这手还要前面还支了个手机啊，我有点别不，就跟你盘头发一样就好啦。我真的觉得这个做工真的是好精细哦，棉花娃我觉得也真的是心想事成的东西耶。谢谢板板，你知道吗？我年初也在想说，因为猪猪没有出过，我是只有出过嘎叽猪。什么是嘎叽猪呢？嘎叽猪就是等一下啊，不是这个，对不起。卡奇就是上次啊，我们去年的 V Stage 演唱会，就是 Double 老师这次，我们去跟志贤老师拍照的时候，就是手上拿了这只，是我们去年 V Stage 演唱会大家的一个动物形象，嘎叽猪。然后今年其实 V Stage 演唱会那个时候还在筹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很想要就是出看看，就是属于我自己形象的棉花娃。可是又太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去问这些东西，也不敢问，因为总觉得问下去就应该成本高的这个状况下，就又太忙，因为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要去洽谈的状况下，我就还是先算了，丢一边。对，就丢一边的情况下呢，好了，第2届我们 V Stage 演唱会确定要开办了。然后米娜板板就捎来一个消息，那个我们这次这个 VIP， 我们大家可以做个棉花娃，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马上这双手这样，我板板谢谢你，我说这个很棒，我要棉花娃的，这个也是心想事成的一种板板谢谢你，让我心想事成，还可以备走。板板，我们那天的排队伍，他们是真的是会问说，请问那个备奏的队伍从这边排队吗？可以去吃个法式料理，然后法式料理都有一根草，然后凡凡，你不是我的友军吗？凡凡不是我的友军吗？凡凡，我跟你讲，你不用去法式料理也有草，不要，我跟你们讲，不要，我跟你们说，
很多料理店都有炒，披萨店也有，我要自暴自弃了，来呀，相爱相杀。凡凡，你不是我的友军吗？哦，我难过。合照，我看一下，合照完被揍，连合照片准备好了。这个的部分，那个我是不知道武谦老师是不是会附上那个超度服务啦？对，但是那个武谦老师一次超度服务价值不菲哈，这个实在是还要恭请我们尊贵的武谦老师下来超度你们，实在是对我只能说这是不好意思劳烦武谦老师，但是如果武谦老师有意愿当下要超度你们的话，那实在是非常有戏剧效果啊。你有多猛？我为了被迪卡揍爆肝工作买 VIP， 你们真的很奇怪。而且我那天我觉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准备刑具的状况下，我可能真的就跟教练借一下拳击手套，或者我自己去买拳击手套。哦天哪，我到底在干嘛？本班我真的要揍他们，在排队的队伍揍他们。而且白白你知道吗？他们前2天还帮我拔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旗，我还得要在台上说我自己烹本班这到底怎么回事？本班你觉得他们这样对吗？买香菜来擦，香菜是会腐朽的香菜会腐朽，这个状况下，这个娃娃也是会被沾染到的宝贝，这个三思知道吗？这是很好的建议。大娃怎么可以这样？有我还是有友军的，我还是有寄一点福给我嘛。你们这次 B-Stage 演唱会真的赚烂被揍完之后，武谦老师还有符咒，还要带给你们回家，还被超度。武谦老师，我大概给你算一下那个数字哈，那个这次的一圈特点大概有20几位，不晓得为什么我以为大概10来位差不多。我还跟米娅讲说，米娅不好意思，我们这次那个贴纸大概那么10来张应该就够了，顶多你再帮我留个2张，不然那么12张好了，大概12张哈。对，跟米娅交代完之后。然后就想说，不对，我再去确认一下那个实际就是有符合一拳特点资格的这个数量好了，要确认下来。花了发怎么有20几个？我说不对为什么是20几个？为什么是20几个？这个太不科学了。好，所以就跟米娅，不好意思，米娅，那个更正一下，我们保险起见，那25张好了，对，25张，谢谢。那草场就有。什么固若金汤等一下，固若金汤真的很告杯。我现在是超度语音组再加2000很会行销，不愧是我们牛妈，是不是？一个孩子的爸，果然很经济，很会赚钱，是不是？还有这种好事被揍附带超度服，我看武谦老师超疼你们好不好？对，武谦老师你服了我真的记下来，他们真的会暴动，我跟你说。好，台湾处处在找武谦老师排队。你们如果要找武谦老师排队，亲们可以到场外去排一下，好不好？我们超度服务完就可以直接投河了，你觉得怎么样？非常方便、经济实惠，自己游回去，你觉得怎么样？这不是我们阿姨斯吗？阿姨斯啊，我们昨天还是前天，礼拜1、礼拜2，我的时间过得不是我的时间。我跟诺诺的那个明明要讲2次，怎么会变成讲6次啊？阿姨斯，你心里有底吗？怎么会变成这般田地啊？我明明讲2次就好了，变成6次啊！诺诺还偷偷跟我讲说，我讲了8次，花了饭，有钱就是大爷。你那爸爸他们都欺负我，我那天真的还在台上说我自己烹我唱歌唱到一半还得要说对不起我很烹，然后再这样下台，这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拿蓝白拖，请务必准备蓝白拖。我好想用蓝白拖夯你们，请给我这个机会，请给我这个机会用蓝白拖夯尊爵不凡的你们，可以吗？我各位与会的贵宾我尊爵不凡的各位大佬们，拥有一拳特点这个资格的大佬们，请你们务必要有1、2个人准备蓝白拖让我夯，可以吗？小女子诚恳的邀请你们，请各位携带蓝白拖让我夯你们，谢谢。谁啊？好扯！阿姨斯。你不要给我装死啊！意思，蓝白拖也不错嘛，你们要当张，等一下，你们想被揍就算了，还想感受一下当蟑螂的快感，你们到底是有多抖？你们是生活压力多大？有像那种录音往生咒，等一下，对，大
不好说，我当天可能要1打20了，怎么办？我不止1打10，我还得1打20。他们真的很奇怪。好，我先问敬爱的米娜班班，如果当天我的排队队伍在我的队伍最前面旁边有放一个小小的那个往生咒，会不会太过超过？如果太超过的话就不要。如果说我们这边小小的自己玩这个往生咒的话，如果还可以的话，我们就放。对啊，如果说太超过的话，我们就乖乖的不要放。对，我担心可能下一场 B Stage 演唱会就看不到我了。所以 YF 先生他们超会玩的一拳特点，我是觉得大家既然愿意支持 ，OK， 我就跟你们玩到底，因为我自己也很爱玩这种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实现前进的来，好高流发大财，没有错，牛妈。好，再加往生咒，一个人加购2000，好，让你就是在旁边可以这样子默默的听，好，在旁边到角落去听，才不会好影响到其他排队队伍，谢谢。哦，2000块想加购那个5000老师独家往生咒吗？好，请到那个角落排队。好，我们收音机就放在角落。好，想要被超度的，好，想要立即立马被5000老师在角落超度。好，我们5000老师那个收音机放在角落，谢谢大家。还可以就带大家认识一下什么叫做收音机啦。好，收音机这个年代好像已经很少了哈。然后丢进爱河边的大型废弃物，躺着玩、坐着玩是处处好玩。我谢谢你哦，我追不到聊天室了。然后总会问你呢，安医师安医师补了我2句。可是后面玲玲学长补了我4句啊，怎么我不问你们问谁啊？他们到底是你呢，本本？我要在台上说我碰，我觉得我要在台上说我自己碰这件事情会非常影响到就是那个节目的安排，对不对？米娜板板，好，说我自己碰这件事情实在是对米娜板板实在是太困扰了哈。说我超碰什么之类的哈，这个真的是不需要嘛，对不对？板板。可能没有位置，场内有51个人有点多。对目前 VIP 51个人是不是？你51啦，对，51人有点多，我听成50，为什么？我们板板，我们现在演唱会，我记得目前票已经破100了，对不对？来，大家快点冲上去！好，你想让更多人知道你们在被揍的这个状况下，好，你们乖乖的。你们乖乖的，快点把票买起来！好，有更多人看着你们被揍。好，然后我们当天那个被揍的那列队伍，乖乖的被揍完，可能就要乖乖的，可能先到场外之类的，或者是可以留下来的话，这个我是不知道啦。米娜板板他们被揍完，可以留下来看其他人被揍吗？等一下，我怎么在问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好，但是米娜板板都在这边了。米娜板板，请问一下，他们这个被揍队伍被揍完之后，他们可以留下来看其他人被揍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问句？外面人到底怎么看这场演唱会？要问你们呐！每次砸单起来，这倒变越来越多，这我实在没办法。对，我只能说心想事成。我就真的很喜欢跟他们拉低赛，这样买到有可以放 CD。要找呢，对不对？很难找，好不好？还带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文化传承那个所谓的 CD player 在角落5000老师尊爵不凡的那个超度语音，对不对？多别问，精华出来之后，柚子你要再用什么精华？不过可能会卖没有娃的 VIP。价格可能会变成1400，如果想要多被揍几拳可以考虑吗？米娜板板，我们的那个被揍特点的话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的募资的这个专案已经在8月底结束了。那目前就只剩下一般 VIP 的握手会，但是一般 VIP 握手呢，你们现在想购入也是可以的，3200块呢，你就会获得可能会被我那个捏碎掌骨的这个福利啦。虽然说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揍你们，但是我看到这个新仇旧恨的那张脸，可能就是你是吗？嘿，那个新仇旧恨那个一握就不小心捏碎颧骨捏碎掌骨也是有可能的那么3200捏碎掌骨的这个机会请不要错过，谢谢大家。前10名享受投胎全球分队。牛妈，你这真是超靠北了！等一下，2000万你花的值得，投资报酬率超没有错。我们像这个世代钱难赚，钱越赚越饱，又被通膨吃掉的状况下，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呢？直接投胎到全球100大富豪的旗下当金孙，当金孙基本上一辈子吃穿不愁烦恼，对，不愁烦恼，好不好？牛妈很会行销，牛妈 OK， 不会是我们专业美编，好不好？这样到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板板又有揍人选项，等一下板板如果不会太挡，
哦，白白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被揍完之后不会太挡路的话，可以留在现场看到其他人被揍哦。白白，你不觉得我们的对答很奇怪吗？有这种好事出来的外带，等一下还有什么精华的名章？只有我精明干练的精华，知道吗？被捏碎。大王，你越来越奇怪了，大王。阿伊斯他们都想被阿伊斯也要被揍啊！怎么阿伊斯，我揍不下去啊！不是阿伊斯，我是我揍不下去的其中一位。天哪，好难想象阿伊斯，我可以不要揍你吗？阿伊斯，我揍不下去啊！天哪！就我所知，目前刑具准备好，那个超度手指虎已经在手上的是长官大人。长官大人可能带着他，就是已经失去了四肢，请问他要怎么过来？他没有脚没有手，请问他要怎么过来 VIP 现场？对，而且即使只想跟他握手，也没有手可以握。捏断骨头真有那种跌打损伤。等一下，武清老师，你根本就超想加入我们这次 V Stage VIP 资格的后勤人员吧？我武清老师其实会隐藏性的那个后勤人员，还要加价才会出现这样子，可以让猪捏其他的地方了腰捏。それがセクハラです。セクハラ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断ります。わかる？それはセクハラです。慢慢给我一拳。等一下啊，阿伊斯怎么？阿伊斯也越发奇怪了。哦，然后不挡路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大宝说，对，你们不挡路的话，有机会进行一个观礼，好不好？而且你们当天搞不好也是有机会看到我们真的非常厉害的 Double 老师，好，就在现场很好认，好，Double 老师应该会进行一个观礼的形式。阿医师其实超，真的假的？我跟你们说，因为我真的很想揍你们，不是。我那天已经想好说，我想戴拳击手套，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被拳击手套揍，所以反正我拳击手套我就备在柜台那边，对，柜台，好，就是被揍的那个，就是可以放东西的那个桌子上面，对，备在那边，然后想被拳击手套揍的，就随时可以跟我讲，这样，好奇怪哦，因为不够变态，所以显得跟各位大佬格格不入吗？恰恰，这已经不是不够变态的问题了。你跟各位大佬格格不入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他妈抽中的万元礼金，扬声宝万元礼金，你当然格格不入啊！请问你这一阵子走在路上有被橘子攻击吗？还是有被那个奇奇怪怪一些陌生人、路人甲经过你旁边，然后突然就捏爆橘子从你头上滴下去这样子？有吗？一定有，对不对？你的格格不入来自于你的人品爆发。恰恰，你的扬声宝礼券基本上厂商会为你寄出，你要帮我们稍微那个注意一下，好不好？恭喜哈，恭喜哈！恰恰，小心被橘子揍哦哈！有刑具可能拿那个摩托车那个避震器吗？一个深空气，等一下。你们如果真的很 N 的话，想跟那个柚子领一下那个刑具的部分，那个可以交互使用吗？好不好？哇，阿姨是真的很 N， 所以阿姨是希望人家蹂躏他，然后踩他骂他的那种吗？好难想象啊！意思什么捏上臀肉，说那个谁哭哈拉带有啊干的。城里的人真的很会玩，我也觉得他们他妈超会玩啊！直虎派站出来是，等一下，追生者也是被揍队伍其中一位，我好难想象。追生者出剑我就要揍你，不是其他人新仇旧恨这么久就算了，追生者听说我们那天出剑，我就得要揍你，到底怎么回事？对，薄荷一直都是坏掉的，从他开始上上下下开始，我就觉得他怪怪的。薄荷，你才格格不入。YF 先生，你不会格格不入啦。对，如果说你想加入队伍的话，基本上那个3200现在还来得及。好，虽然说我可能一拳特点我们已经这个机会已经基本上在8月底已经没有啦，但是呢，想被捏碎你的掌骨、捏碎手骨还有机会，好不好？我们3200买下去，捏碎手骨。恰恰。挂在路灯上面摇晃，到底谁要把你挂上去？大姐，你们都好奇怪。刚送完货回家就开始下雨，然后现在出来送货雨就停了，肯定是为了，天风
天崩娘的祝福，我记得天崩娘娘不是掌管天气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记得这位天崩娘娘应该是掌管的是那个精明，是这样吧？哈，精明哈，每个人的精明度这样子哈。我要把那个刑具照片丢哦，可以，请丢 DC， 谢谢谢谢，让大家共襄盛举一下。对，那个很 N 的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柚子的刑具哈。你们说这就是大酷刑，他们就真的要我知道阿吹，你应该没有这种奇怪的嗜好。阿吹应该是不会出现在我们排队队伍。虽然说我们阿吹，我们12万嘎机套组，花销催泪我们阿吹12万嘎机套组入手，可是我们阿吹很正常的。你诸位的性癖请不要就是灌输在我们阿吹身上。对，我都准备好高跟鞋，那个是因为阿吹被盗账号。阿吹，我相信你应该是不会出现在我们被揍队伍，对不对？你的那个 VIP 应该是没有买起来了，对不对？如果说买起来的话怎么办？阿吹，我做不下去了。而且我们那个这一次高流那种舟车劳顿的，就是还要从那个北部移动下来，实在是太辛苦了，对不对？我们阿吹是应该是不会出现在我们排队的这个奇怪的这个被揍队伍啦哈。高跟鞋不错，要细跟我家有超痛的好不好？我有一双很漂亮的高跟鞋，超级漂亮，跟很细很高。而且跟你们说，我这次 V Stage 演唱会啊，穿的靴子就是细跟超高白色靴子。想被踩吗？不对，你们我真的有机会踩到你们完蛋了，我真的有机会踩到你们，因为想被揍被踩，你们可以自己选一个，原来已经准备了。不是，我们阿吹一定没有准备好，阿吹只是讲的，他只是建议大家说，高跟鞋很痛，大家可以准备一下，这样对不对？没有马尾做的那个，等一下那个很痛。我真的认真怀疑5000老师其实是我们这次隐藏后勤吧，加价款后勤，对不对？大佬超会玩，好不好？阿面线兄弟们，谢谢。感谢，这个机器人已经换了那个，好可爱，谢谢，应该是大宝老师帮我们换的，大宝老师谢谢，我们机器人的那个宣传语换了，这样子有这种好事。我相信我们阿吹不会出现在被揍队伍，对，我相信他不会就是奇奇怪怪想被揍，我很难想象阿吹被他大老板我们阿吹大老板我怎么可以揍大老板？我天哪，赚烂了，打我！我们做不下去，反正这些温和型，好了，你们可能不觉得自己温和，这些温和型的观众，我都很难想象我要去揍他们，你知道吗？然后闪过了吗？觉得踩不到你吗？踩不到你没错，但 YF 先生，我们也可以像趁这样加购3200。我们的 VIP 特点捏碎你的骨角手掌之类的，这可以试看看，对不对？大家请务必怎样？请务必阿英师，所以阿英师他真的这么 M， 他真的要人家蹂躏他踩他，是这样子吗？说时迟那时快，长官，听说你的四肢已经没了，你那天又准备了2个手指虎，我看到了，现成的现货已经在你手上了，请问那是谁的手？我可以试问那是谁的手吗？你因为赞助本频道的这个 DLB 专案4、5次了，已经被您的夫人你的长官老婆打断手脚了。那请问你当天那个手到底是谁？怎么来的？自行增生？结果你们大部分人都想被踩，我天哪！负责录影，我不知道那天有没有录影呢？板板可能已经去忙了。板板那天应该不能拍照录影，对不对？一来就被揍。这我们刚刚那个被揍话题大概已经持续了快1个小时，哇，这时间来到3点48分时间怎么过这么快？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讯息、很多活动要跟大家露出。我们这个被揍特点这个东西我们到此为止，我们现在换其他话题，谢谢大家。喝口水，大佬就这样吗？你感觉？5000老师问你，我们专业的5000老师，你有遇到这种客人吗？就是给你钱，请神明骂我这样子吗？有吗？你有遇过这类的吗？给你钱，但请神明骂我这样子，怕爆，我也怕爆啊 ，YF 先生。我觉得你说温和，人家误会什么？温和吗？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温和，然后我看一下。来，
你们不要走。柚子跟我讲说他温和，柚子他现在在 DC 放上这个刑具，他跟我讲说他妈他很温和，你们不要走，全部都不要走。他跟我说他准备的这个刑具，他觉得很温和，这个怎么看都很痛吧？你跟我讲说这个很温和，你跟我讲说这个很温和。这什么鬼？你跟我讲说这个很温和，哇靠，这超温和的啊！这是我史上看过最温和的刑具啊，对不对？是幻肢，其实是机械手吗？而且是已经躺好了，哎是。好，我当天要见识一下阿医师到底是多么的 N。记得喝水哦，谢谢小天。我现在吓到冷汗直冒，你知道吗？啊，米娜板板不能什么？我们刚跳过的什么话题？板板不能的东西是什么呢？亲爱的板板，板板，我刚问了什么？我忘记了，我被他们吓到整个失忆了，对不起，你揍我一点，不要小天，我要怎么揍啊？小天人高马大的。如何要被揍？当场录影，不过对，不能，对，米娜板板说不能录影，也不能拍照，但是当天呢，我们 VIP 这个才有独家尊爵不凡的这个，亲签会，我们一起合照的拍立得哦，这个是我们独有的，也就是说给这次 VIP 资格的大家，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合照，也就是说当天我们不提供拍照跟录影，但是我们可以献给尊爵不凡的 VIP。独家的拍立得合照哦，欢迎大家快点趁现在哦，还有一些时间把我们的 VIP 买起来哦。我家公告吹个转播，等一下哦，好喘哦，怎么这么喘？这个冷汗直冒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这个左边柚子准备的这到底是啥会？我的天哪！当场录影，不过呢被工作人员往前表演。你如果当场录影并不是只有被我揍，如果刚好你有预选资格，然后又当场录影，你可能会被其他人一起被其他人揍，好不好？尊爵不凡，层层堆叠的这个福利，好不好？这种客人大家都在我这边，给你钱叫神明骂我，所以你各位，请问你们是这种属性的客人吗？给你钱叫神明骂我这样子吗？薄荷很温和哦。薄荷，你这么喜欢上上下，你跟我讲说你很温和哦。你看我那个参与那个哦，谢谢雪玲宝贝，好谢谢。我现在努力想换话题，对，但是那个我现在还追不到聊天室，我努力追完之后我们来换话题，然后准备换话题了哦，这个换话题哦，蛮温和的。那个核能的核，你可以替换一下。是生蚝吗？对，擀面棍。生蚝，你可以问你楼下的柚子，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没有误会什么，我怎么看都很像三国无双某一个角色在用的，这个是这个三国无双某一个角色，哪一个角色？等我想一下想不起来。哎呀，什么婉婉太太啊？这位太太是我们的婉婉太太就怎么看像光剑？这是我们婉婉太太欢迎太太，葡萄香推了，太太来了这位太太。那我们欢迎婉婉太太来，太太，您怎么看我们左边这两只？这个该怎么说？这个听说是本频道的这个身为黑箱书记官的这位研究生他本身有在玩重机，他从重机上面卸下了这两只想要在那个10月18号被揍啊。那10月18号被揍这个东西，我突然想到了，好像某个三国无双的角色，这个对，类似太史慈吗？双股剑吗？也蛮像的。然后我怎么觉得孙策吗？孙策不知道在哪一代上有用过类似的东西耶，就他并不是在手上拿的，他是架在手腕上面。怎么选？我为什么要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啦？来啦，婉婉太太，太太在吗？太太有在线上吗？这应该是真的太太，不是假的太太吧？太太，我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太太都喜欢吃什么？快点，太太，我们通关密语是什么？太太喜欢吃什么？我看婉婉太太是真的太太还是假的太太？我想，太太你还在吧？太太你在不在啊？我要跟你扳手啊，太太。4代是吗？是太史慈吗？好，总之我也太久没玩三国无双了，就觉得很像。当初如果有对台湾第一个虚拟歌手瑶瑶
哦，真的耶！我真的觉得雨瑶很厉害，雨瑶前辈她真的是引领了很多很多，现在不管是 V 还是观众们，或者是现在的后勤。就是说对他们而言是有很重大的一个意义。然后我们瑶瑶也迎来11周年了，瑶瑶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太太您在不在啊？太太，哎，太太，我知道你留言啦，但是你怎么走啦？太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太太应该是真的太太啊。我们就前往频道啊，前往频道一下真的是真的太太，我们快点，我们看线上我们的扳手啊，是真的太太，太太来了啊，太太来一下就走了，太太，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们先把这个又大又亮的扳手手，我们给这位太太啊，谢谢婉婉来到猪猪频道，而且最近婉婉频道多了一个小小的成员，你们知道是谁吗？孙娜就高子耶，一来孙娜姐就高子耶，婶婶，对，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去订阅婉婉频道，如果你们对亲子上的东西有兴趣。你们本身也是一个萝莉控，或者你们那个潮湿中期会的血液就是蠢蠢欲动的话，请务必一定要订阅我们婉婉太太频道啊，好不好？这是我古代冷兵器，那个叫做铁鞭，是不是？所以这个叫铁鞭，这怎么看都不像鞭子啊？世代的孙策就是了吗？太太去卖酱油了，婉婉太太去买酱油了。像这样。这个是肥肥哈密瓜吗？这个不是剑，这个是那个就是本频道的抖 M 们他们自己准备，就是想要被揍的东西，我们好奇怪，这个东西要双持吗？如果你们拿2个，我就是双持啊，一定要的啊！而且我跟你们讲，我们的长官，我们抖 M 长官啊，虽然说他失去了他的四肢，他现在只是换肢。但是我有跟他讲说，请他准备2个手指虎，左右各1拳。真的实在太福利了。好了，反正你们准备多少个，我就尽量跟你们玩，尽量就限时间，有限时间内跟你们每个玩到，玩到你们就是值回票价，真的好不好？所以黑箱书记官，你带2个来，我就双持，超帅，好不好？我可以双持给你照相，先揍再照。把你的头打头破血流再照相，这样然后被你们话题吓跑？应该不会啊！婉婉太太就心脏很大颗的，不是吗？对，婶婶超可爱的啊！你怎么也我也跑？等一下，是你也跑是吗？等一下，所以婉太太，你有我的通关密语你还没有讲，太太都喜欢吃什么？你回来，太太。边有另外一种形式啊，对，铁拐啦。我说的是铁拐，我想说奇怪，这个边对，铁拐，那时候我学到的是铁拐，没错。快打猪猪拿10月18号2根的代志，可以，就是2根我双持。好，我看要先打断你们的腿再拍照，还是把你们打到头破血流再拍照？好，那个照相那个当下我们一定要见血，我们一定要满堂彩。好不好？我们要就是满堂彩我就看到这个大场面血流成河这样子。是卡丘伊拉塞，卡丘伊刚刚那个婉婉太太有来，但她瞬间消失了。我刚还在跟婉婉太太讲说，太太您是真的太太吧？因为最近很怕就是有人乱用那个就是主播的那个账号，我还说婉婉太太，我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太太都爱吃什么？来婉婉太太，然后她就跑掉了，她不理我。卡丘伊拉塞。会场可以带食物吗？如果可以，然后买丹在旁边吃瓜吗？我记得会场上不能饮食因为担心万一就是有一些就是要清理的状况，应该也是工读生会很累，所以我记得是不能饮食啊，对不对？就是为了看这个大场面，对，我等了一整天就是为了看这个大场面，是不是？打趴你们，打你们头破血流啊！你流血了，那可以了，我们可以来照相喽，谢谢你。好，除了就是加购我们 VIP 之外，还加购了1拳特点，真是非常的专情。如今呢，你满脸满堂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俊俏，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珍惜的留下了这一刻的这个什么合照的这个拍立得。好，准备好了吗？您真是帅气呢！祝福你每天都满堂彩哦，谢谢你，拜拜之类的。好坏超坏的婉婉太太忙里偷闲是不是？太太就这样走了，我还没刚刚讲到那个通关密语，他就走了，这样好 OK， 大家都辛苦了。那倒地不起 OK， 帮你在那么身体轮廓要用粉笔画一圈吗？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在外面自带粉笔，外面就是可以就是在场外玩一下，就是粉笔画一圈这样子。
就上次板板我说不能饮食，对，好吃饱再吃吗？对，热血高流现场。哦，祝福你每天都满堂彩哦！哇，这句话真的超靠北的，对不对？然后地板有的话吗？我觉得好多东西可以玩哦，可能那个在场外，对，可以在场外玩，但我担心那个全部在场内，大概第3届 V Stage 演唱会就看不到这只猪了，对，血流高流事件。我真的觉得柚子这个有机会让你们头破血流啦！他这2根焊下去绝对头破血流啦，真的啦！在地板写个惨字，不对，实在太奇怪了。我今天是开开心心的，想要下午跟大家聊个天，怎么这样才知道？对，瑶瑶已经11年了，真的很厉害。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瑶瑶这边的邀请，我其实超感动。我那时候我连企划书都还没看，我就回说可以吗？可以，我要参加，可以吗？我参加，我连企划书连看都没看，很感人哎！对我真的觉得超荣幸的，这只猪猪犯人是吗？犯人不是我，那是被盗账号的朱迪卡，对，那个大概3公斤。天哪，柚子这根这么重哦！密室演唱会圈人事件这样子啊。看看你们这群小混蛋，我们聊到一拳特点，聊到就是满头大汗，怎么回事啊？聊的我现在就是满堂彩一般的，怎么回事啊？我喝口茶喘一下啊。现在时间来到了9月18号下午4点。3公斤的猪来讲很简单是吗？我不确定，因为我不确定柚子会排第几个。如果还是第1个的话，可能还有办法。但是如果说排到比较后面的队伍，对，不晓得那时候续航力还有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2边都拿3公斤这样。会场只能喝他们卖的饮料哦。来 ，wife 先生，你可以不用在外面买。好，米娜板板，我记得当天很像是有那个それがアルコール。酒精饮料有含酒精饮料是不是？我也好想喝哦！那个喝一喝，直接就揍爆你们啊！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的不理性，然后发酒疯揍爆你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记得有软式饮料了，是这样子吗，班班？然后满坛彩对，然后回来的车班时间大概抓好了，等票开卖吗？你是说什么票开卖？你是说你们的那个车票开卖吗？歌杂跟工作台都在砸吗？对，今天原本想说要工作一下，但想要算了，这工作什么什么的实在是太寂寞了，我还是砸好了。我今天原本想说想要工作一下，但我想要算了，我觉得还是聊天好了。对，顺便把就是这一阵子的活动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要工作要练歌，我自己练，我要偷偷躲起来，然后不能吃东西。如果在高楼吃东西，然后老鼠入侵，那等久了就跟到上课跳。就跟 AI 一样吗？我们老鼠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就当那种重训圣诞树就好。什么重训圣诞树？满头大汗，看看面线让猪擦汗了是吗？我的对手有20个我1打20是不是？好，那帮我擦汗的是吧？咪呀！酒精要这种拿最后被揍吗？我记得当天有看到软式饮料，但是当天那个饮料的菜单会不会换，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欢迎大家可以在场内点饮料来喝。两位老师不要说出来啦！两位老师早就知道，超爱聊的好不好？对，然后放弃工作陪你们聊天呢，是不是？要对你们多专情，是不是？而且搞不好你们身穿西装，每个人都那种头戴那个 MOSI 面具，我还认得出你们呢。虽然这个棋我可能不要插得太紧，对，因为搞不好就真的对踢到天板认不出来。海家城最全佛心经营。高铁票毕竟当天要来回，所以先看时间。好，高铁票开卖的，喝酒被揍，感觉蛮赚的吗？我当天其实跟米娜板板去场勘的时候，其实我们年初就去场勘了，年初就有跟米娜板板偷偷去高流场勘，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看到，好，大家都可以喝饮料，我有看到软式饮料，我也好想点来喝哦。
弹奏你们台啦，弹杂弹。夜神伊拉赛，要举最对，你们可以对，如果你们要准备那个被揍的最尾端的牌子，那个还蛮好笑的。而且我真的好想看你们就问说，请问被揍在那边排队吗？哦，拜托，请稍微就是让我听到一下。对，好想听到说，请问那个被揍队伍从那边排队。老师啊，老谭是吗？是啊，老谭啊，我的老朋友。我先喝口水。好，我喝口水。然后我等一下回来啊，我真的要跟大家聊那个雨瑶的演唱会资讯，真的相信我，相信我。对，我们欢迎把这个奇奇怪怪的凶器收起来。对，好，这个娃娃真的很可爱，超级可爱的，请大家把握时间。好，我们那个3200的 VIP 资格目前还在贩售中哦，好不好？看一下还有什么。好，谢谢大家，我是摘花，顺便在装水。然后你们大家稍微的，等我一下，我准备一下东西。那个去哪里了？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后，在这个这么温馨的这个下午后，大家应该要稍微的被3D 晕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应该稍微被3D 晕一下，怎么样？开啦！猪脚囤足鸡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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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猪脚囤足机调味。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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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猪脚囤足机调味。嘿嘿嘿嘿嘿，我回来喽！来，这个就是可能会让大家3D 晕的东西，就放旁边。等一下，我把娘娘的这个 BGM 继续放。好，我回来了，大家。哦，你的耳膜吗？蛋黄先生 ，OK 的。其实，在本频道可能要随时切换耳膜，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事情了哈。一天不换耳膜，那面目可憎，这样哈。前方个音量高能追。好啦，对不起，太大声了。それが申し訳なくて，吓一吓你们，吓你们。对，毕竟本频道今天下午的杂谈，对略显和平，然后这个和平的状况下，稍微吓你们，那么抖正一下士气哈。我们快下班了，加油啊！来不及。高能注意这样子，对，精神抖擞啊，就是如同唱军歌般的，是不是，刀宝师？只有这么大吗？
啊，听说这个是压缩过的版本，对不对，大波老师？网络延迟是什么？延迟啊，对，延迟的什么高能注意这样。可是主播今天耳膜扣打用完 ，OK， 没有问题。欧丁先生，这个耳膜扣打用完，基本上那个自行增生呐哈。我回来了，我在36滴，36滴音这样，现在要开大声才能听得到吗？好啦，不好意思，それが申し訳なくて。好啦，因为就是最近那个我们可能设备有稍微再重新调整，好，所以我的声音很像稍微的有比之前还要再小声一点了哈。好啦，就是稍微精神抖擞一下啦，因为整个下午要提振一下士气啦哈。啊，至于我胸前那个感觉你们被了什么蒙蔽了，连我自己都被蒙蔽了哈。黑夜以来赛啊，马克先生以来赛，看到这个3D 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啊，我真的觉得能够动起来，真的感觉真的很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那个感觉，对，可以动起来的感觉真的好好哦，真的啊，好开心哦，而且实际自己去动补棚啊，然后跳得满身大汗呐，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爽快啦。好啦，我觉得很多就是这些全部真的都是从这张照片开始。不是这张照片的，不是这张照片，不是，大家不要误会，对，真的是从这里。要是我年初没有经过这里的话，永远都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开启我的3D 神官帽的形象。对啊，真的是好庆幸有经过这间店，然后当下看到了这么多漂亮的神官帽，我就觉得我才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反正我的3D 形象就决定是神官帽了。对，对啊，像看着这个自己3D 的这个算是30秒的宣传片段，然后又看到了这个神官帽的文创基地嘛，然后 Double 老师、吉祥老师，我真的觉得太神奇啦，一切都连在一起了，太神奇了。Everybody Everybody 啊真的是 Everybody 动起来，感觉就是站在两只避震器嘛，对，霸气总裁，对啊，所以一切的缘分啊，真的是太好了，还好当初的自己有坚持神官帽这个造型，不然其实当初在思考说真的要玩神官帽造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犹豫，对，犹豫的大部分就是担心观众会不会其实看不习惯啦，或者是说就是对于这些东西很陌生，所以比较没有共鸣，对啊，不过真的要感谢自己的韧性啊，就经过了这个龙山文创园区文创基地，然后看到吉祥老师的这些艺术品的这些小朋友，我说不管了，我管你们喜不喜欢，反正我就要神官帽，然后正好要定做一顶，对，一一实现了，一一实现了，真的，吉祥老师已经要帮我们安排档期制作了，对，什么避震器的演唱会用的细节，你们真的很奇怪，你们真的超奇怪，你们超级奇怪，你们，好啦。然后接下来啊，其实这一阵子也是如火如荼跟大宝老师在筹备我们3D Showcase 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节目了啊，无可奉告啊，期待吧，就只能期待。但是我一直在搜寻，我一直在寻找最台的展演形式。好，请再给猪猪还有我们 DOB 团队一点时间，对，因为我们的肝都没了。我现在只能祈求我在接下来尽量不要感冒。对，这个真的是我最近可能要再去跟那个玉皇大帝求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不管3D Showcase 还是专辑，基本上都是顺利利哈。接下来也请保佑猪猪在我们专辑筹备完之前不要出任何的病痛，虽然说可能有点难，因为我已经有一些时间没感冒了，很神奇，我也觉得很神奇。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要寻求一下上天的帮助。对，因为很神奇、很玄的，就是我居然还没感冒
对，但是人家说通常人家说这样讲完蛋了，你就感冒了。可是我就是还是得要讲出来，因为我还是要去跟玉皇大帝求一下，对我可能还没感冒的状况下，请依旧保佑我，就是在这个专辑出生之前不要感冒。对，这个很重要。好，要我怀孕也可以，这个太重要了。身体不是要找保身吗？保身？蛮雄大帝那是什么？保身？それは何？保身啊？你说保生大帝吗？我这边倒是还没有缘分遇见保生大帝耶，就是说我可能去的宫庙，可能目前觉得比较有缘分的，第一是高雄武庙，第二是我们家附近的不是我们家附近的土地公爷爷，然后第三是那个凤山的天公庙。就这几个庙是我在高雄比较常跑的。保生大帝倒是很像还没有缘分遇到，还是说你们有引荐一些可能高雄可以遇到的保生大帝？对，保生大帝不是医生吗？真的眼馋吗？以为旁边资讯周边没事，对，因为猪这一阵子真是太多活动了，对，所以大家会搞错，也是很正常的啦，也是很正常啦。前阵子那个募资周边，总之那个募资周边你们都有买起来，那个也很重要啦。募资结束了，现在是我们那个 V Stage VIP 的周边哦。之前想预购的来不及了啦，9月15号就没了啦，好，对不起，没事。但是如果你们来不及9月15号以前预购的话，我们现场其实有现货。对，米娜白板也说，你们最好是预购啊，不然现货没了，随便你们啊。但是建议我们预购，但是如果来不及买也没得预购，对，现在没得预购状况下，那我们就可能10月18号你们可以现场购买大概是这样子。医护转介这样啊，然后好像武庙走一走嘛，我真的觉得可以耶，因为武庙的帝君他虽然说很严肃啊，他的醒杯不好求，可是他一旦就是有求到醒杯，他基本上就是没有给你糊弄过，就是他说顺一定顺，但是如果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可行或者不 OK， 他完全就不会给你醒杯。对，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威严的帝君。旁边资讯可以没有理他，很好处理好，这样吗？自己去找恩主公、妈祖姐姐、观音。其实我身体健康部分，我所有的神明都会求，所有的神明，不管是观世音，或者是土地公爷爷，或者二爷，或者是反正遇到的任何的神明，我都会跟他讲一下，都会啰嗦一下啊，这个身体健康很重要啊，那个专辑筹备完之前，那个不要出病痛啊之类的。这个哈的，都是诺诺，一定是诺诺盗我账号。我们礼拜2联动那个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疯狂被盗账号这样啊。对，然后精明概念我一直说自己碰不到怎么回事啊。对，马克先生，我们目前没得预购，但是我们10月18号可以现场买，或者说您的亲朋好友刚好有要下来我们南台湾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就是一起参加我们这场非常非常特别的 V Stage 演唱会，然后刚好你人又没有办法下来的话，可以托付给你们的这个好兄弟帮你们带几支回去了诺诺活蓝天成的感觉，诺诺那个就像我的那个精明概念是浑然天成的一样。对啊，诺这个朝凤也是浑然天成的朝凤啦。对，就如同大家说的一样。好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那个羽瑶的活动也要跟大家露出一下，要跟大家稍微宣传一下。最近真的太多活动了。羽瑶的活动的部分，你们等我一下哦。好，这个偶像进行式啦，真是这个会师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啊我先另存一下图片，然后好，然后活动页面的话，我现在先丢给大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依然跑，我们全家精明干练，没有人跑。什么姐妹都怎样啦？近藤诚一拉下来，还有一个文创界朋友合作你说波西米亚老师对不对？对，我今天原本要去拿他那本书但是我又忙到就快点赶回来，就要设定一些东西。
所以波西米亚老师的书呢，我明天会正式从邮局拿回来，然后快点跟大家宣传一下，这样子。对对对，应该是这个吧？还有另外一个吗？我还有什么忘记了？水灵宝贝提醒我一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忘记了吗？好担心又错过了什么帮大家宣传的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好，来。我们雨瑶这次演唱会的主视觉图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哦！雨瑶真的进入了11周年了，真的太厉害了，我超级佩服的。应该是这个哦，好，波西米亚老师，我跟你讲，波西米亚老师这本书我要拿回来，我还特别原本今天有记在那个行事历，说今天一定要拿，对，但是我今天在外面，然后我突然想到什么东西，想要快点回来确定。或者是 setting， 或者是最近可能在找一些那个 3D showcase 的灵感，我就觉得在外面找不上不下，我就想说我回来那个荧幕前面找，感觉比较明确。然后啪的就又明明有经过邮局，却又忘记啊，气死我！哦不，星河是迪卡，东西很多，谢谢宝贝，真的很多东西，但是 OK 没有问题的，对 OK 的，我还是很努力的，就是在线上跟大家互动，哦，就如同就左手边。哦，这个非常帅气的，就是被什么东西蒙蔽了。对，我说的那个很大很晃的那个神官帽，对我会努力的，就跟他一样哈，绽放光彩，好不好？这很3D 晕，对，没错，3D 晕。来，我们瑶瑶偶像进行式这次的活动，就是很开心可以出现在11月8号出光之诗的这一场。那我们瑶瑶这次的活动基本上有3场，有3场的这个状况下，那目前猪猪已经有把这个活动的连结有贴在我们的聊天室了，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哦。我们真的是在 V 圈非常指标性的雨瑶进入11周年了，而且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这么代表性的前辈，我居然有机会出现在他这个这么有纪念价值的这个演唱会里面。对，而且演唱的歌曲呢，先卖个关子，对，先卖个关子，然后总之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我跟瑶瑶合唱些什么东西啦，或者是演出什么东西了，好不好？然后这一次网页开起来有更详细的介绍啊，会更详细的介绍。那总之这次3场的部分。我看一下哦，好像猪猪这一场主持人就是我们丹哥，公式非常帅气的丹哥，然后第2次，这个叫做声浪交界的这个部分，第2场的话就是我们波波，也是隶属我们公式海水浴场的这算是2.5期 VTuber 啦，那这次的合作嘉宾就是我们的达达，我们会达，对，会来到我们第2场的演出这样子，对。好，然后第3场叫未来绽放，未来绽放的主持人也是我们公司的粉姐妹咯，我们的好姐妹咯，而且嘉宾阵容我们奥斯卡先生，我们奥斯卡先生非常厉害的奥斯卡先生，最近对于奥斯卡先生的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熟悉，不知道为什么，对，总之有一小段小故事，为什么对于奥斯卡先生的声音最近有一些熟悉，等到我们之后有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聊说为什么最近对于奥斯卡先生的声音非常熟悉。这个 Double 老师知道。对，卖个关子，演出不是2D，对，就要卖个关子，没有错。有时候卖个关子，大概是这样子。对，丹哥波波会答对，所以我觉得每一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有可看性的哦，而且现在目前已知也是有一些观众3场都买了，买起来，全部都买起来，知道吗？那真是太屌了，哇，好赞哦！虽然说忙得要死，可是就觉得很开心，就是这些这么有代表性的活动，都可以让猪猪有机会出现，甚至一起展演的这个空间。对，每次想到都觉得真的是558比哦！谢天谢地谢神明，谢我的团队，谢我家面线，谢谢你们，很多缘分就是都这样牵起来的啦。对啊，好，以上就是我们瑶瑶这次偶像进行式的这3场限定的演唱会，欢迎大家一定要参与起来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而且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唱会，线上演唱会的部分。
也谢谢瑶瑶团队的邀请，真是非常荣幸，我就放在这边。明年还是一样冲吗？冲冲什么东西？等一下，冲，我冲，我也不知道冲什么，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我的水放在外面，你们继续被3D 晕一下啊！我的水，猪脚吞足鸡调味。猪脚吞足鸡调味。猪脚吞足鸡调味。可恶！我到底已经多久没有忘记水在外面啦？我的一世一名都没了。我明明这么精明概念，我已经很久没有把水忘在外面了，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外面找水了。哦，这感觉像窗户打开是吧？哦，跟猪猪相遇真的是佛祖给的缘分吗？YF 真的是被李学长抓过来，真的就是 FF 哼着歌，然后在逛会场。然后那天刚好是我的那个线下连线活动，然后李学长他就是只是想要就是在连线活动的时候就随便抓一个过来订阅，就抓到了 YF 先生。你过来，有没有看过这个 B？ 哦，没有，没关系，来打开你手机，YouTube 对啊，点进去，嘿，他叫迪卡，嘿，然后就李学长就像在抓猎物，把他抓到我面前的时候，有这个订阅了，真的超好笑的。然后 YF 先生就真的对都黏在这边，真的超好笑。说哦，这个佛祖给的缘分啊，哈，去哪？对，忘记了。我的水就是在外面，不是在冰箱。然后聪聪跟水杯为何连上在一起？什么要疯了？我只是刚刚喝了一口水，然后放在外面，然后我想说摘个花回来，因为太期待要再跟你们继续聊天了，然后就忘记了。被抓关在，真的很好笑，真的很像抓交替。当天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回放，那个是那个对 FF 的连线活动，但是我忘记我封面做怎么样子了。啊？怎么了？你可以哈干扰1分钟。好，你说怎么了？那个第4台的要问说，我们之前用哪一支遥控器在用？遥控器吗？跟你们请教1分钟。哦，好，等一下，我们家现在要装第4台。你说电视遥控器吗？对。电视。好，兄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一直那个，对我要再出去一下。兄弟，我去找一下遥控器给我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好，兄弟，你们继续被3D 晕吧。你们自己来哈，你自己忙。猪脚吞足鸡调味。猪腳吞足雞調味。
开啦！猪骹囤足机调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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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线们，我又回来了。我这次很确定的是，我的水没有在外面，不好意思。对，因为我们家其实很夸张哦，从那个4月底搬家搬过来，我们家的客厅啊，好不容易现在有稍微清出一条通道，然后总算就是很像那个第4台人，还有那个就是萤幕可以再重新架上去了。到现在已经9月中旬了，我们客厅还没有整理好。对，所以就是还好，就是因为我自己太忙，然后屯妈她也就是也有自己事情要忙，但是还是她会在闲暇的时候快点就是慢慢的推进我们客厅的进度，然后推到今天，总算我们电视有空间可以装上去了，有空间可以请师傅帮我把电视归位。然后之前很夸张，之前我们家客厅跟储藏室没两样，因为太多东西，你知道。好，就是因为这样，我回来了，不好意思让大家继续晕了哦。然后遥控器当手机放到包包吗？应该是机会小，因为我们家遥控器呢，它是还蛮小巧迷你的，对，它比较容易被当成什么？我觉得它容易被当成护唇膏，因为它真的很小巧。对，然后可以遥控器放冰。等一下，我有遥控器放过冰箱吗？我有吗？与会的各位贵宾们，我有遥控器放进冰箱过吗？我这么精明干练，我没有过吧？应该没有过吧？是不是？咸丰兄弟伊拉塞，你就是快2年了，搬家箱子还有一堆。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哎，而且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其实就那一些而已，其实会用到的东西根本不多。就是可以维持你生活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是那一些而已。其他的是什么？高几率都是舍不得丢，但是根本你看到舍不得丢，但是你大半年了，你还是不会去摸它。大部分都是那些东西，是不是？是不是？还有收藏品，收藏品真的没办法。可大部分我是觉得，今天要生活，要维持生命，而且如果真的是生活品质，如果真的不要太糟糕的话。需要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很多
这次搬家，我真的觉得说，即使我们家客厅真的是一直都是呈现非常非常像储藏室的状况，对，但是我突然会觉得说，其实那些东西，我自己真的是大半年了。你看，从半年呢、半年5、6、7、8、9，快半年了。这快半年这样子生活下来，我发现那些东西，即使我没有去摸它，我没有去找它，我还是可以生活啊。顶多就可能女生爱漂亮，可能换季了，我可能现在会找什么东西出来。我的帽子，因为我很喜欢穿搭的话，我很喜欢就是可能就是戴个什么帽子，可能鸭舌帽，然后贝雷帽，什么藤帽，各种帽子我都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帽子类好，我可能会去翻找。可是即使我没有翻找出来好了，我可能还是可以去生活，我还是可以可能好，要不然这个可能这个帽子今天就不戴，然后戴阳伞什么之类的。初见你好，就是 dash。大许还是叫你 DA 先生呢？伊拉塞，欢迎来到猪猪频道，欢迎来见证我的知名干练。本频道的宗旨就是真名干练4个字，谢谢大家。那至于在左手边看到貌似会让大家3D 晕又大又晃，我说的是头上的神官帽的这个部分呢，是猪猪即将在1月7号跟大家一起共同庆祝、共同演出的3D showcase 的这个3D 公帽形象，好期待哦！然后这个是大宝老师帮我弄的，水啦，老师，水亏啦，谢谢大家。对，然后是初见你好，然后也谢谢聊天室。我觉得这个机器人的那个口气，大宝老师，你对机器人做了什么？有些东西都丢之后，突然需要它。默默跟台，我也懂你说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也很多东西，我尽量去丢它了，但是我现在也很多东西，我还是不敢丢它。我这次搬家，我真的丢了大概有2/3的东西。而且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说，我2/3丢了最多的东西是衣服，对。而且我当下是丢的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很像解脱了，就是因为其实我在踏入 B 圈，我有经历过一段就是人生超级低潮到我真的觉得是低潮到觉得没有办法在更低潮的状况下的那个状态，对，就知道的面线们都知道，就经历了些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的老面线们就陪我一起走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跟回忆，我摆在那边我不上不下，我到底要丢不丢？我就觉得很不踏实，超不踏实。然后但是这一次搬家，我真的是毅然决然的把那些东西都丢掉，因为那些东西包含了我大学时代的很多回忆，可能表演的服装，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做了些什么事情，巴拉巴拉的有的没的。对，我是完完全全我觉得我走出来了。我那时候是丢得很兴奋我那时候不想丢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有些回忆在我大学时代太重要了，因为大学就是对我而言它算是我一个非常发光发热的一个阶段。对，不管参加比赛或者是主持活动，就是尽情的发光发热的那个时候，可能遇到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年，对，但是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分开了嘛。但是那个时候分开之后，还有一些走不出一些可能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就觉得说，我到底要丢还是不丢？就是情绪很折磨，然后我折磨了1年，我才拔出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起承转合，但是我的老面线都知道说我经历的是什么，因为那时候靠北疯狂被请热，你知道吗？心情超差，我请热我还要反省我自己我真的是一个大坏蛋我没有就好好的就是管理好我们的关系，对，还都被请热之后还要反省自己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还觉得说都是我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心情去整理那些东西了啦。对，机器人嘿嘿嘿嘿嘿嘿的机器人。好，我要斯密纳塞，好，大姐快去睡觉，乖乖的，快5点了，快睡觉好不好？哪里有超级低潮是在你们那边，不是在我这边，好不好？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家老面线他们都知道。然后我有跟他们讲了很多很多，然后甚至就觉得我快不行了，快点开会线大哭一场，就快点开会线大哭一场，然后边骂人这样子。那些会线很珍贵这样子，对。然后总之就是谢谢我们家，就是他们很奇怪，很爱欺负我，但是也真的是陪了我走过那段低潮期。然后来到了就是今年的4月，我真的跟屯妈要搬家了。然后搬家的这个状况下，因为我突然觉得说这些东西我是不是我可以丢了？我丢的那个当下，我是不是已经不会有任何的一些不舍吗？还是说我丢的当下会不会觉得不踏实？于是我试着去丢，妈呀，不丢则已，一丢不得了啊！越丢越开心，我是笑着丢，我丢得很兴奋，你知道吗？我不晓得，我这辈子没有丢东西丢得这么快乐过。我把我大学时代的所有东西都丢了。好啦，奖杯没丢啦，那时候就是混的还不错，奖杯奖牌还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些日文的那个什么1级证照啊，还是有的没的嘛，那些不可能丢啦，那些吃饭工具。对，以前很爱漂亮的我觉得任何的衣服我都不能少。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只知道我4月底光是丢那些衣服丢了2/3，好几袋，你知道吗？可是那个当下我完全不会觉得舍不得了，我是放下了把那些东西丢掉，好爽哦，妈的怎么这么爽？然后我才知道说我没事了，我走出来了，而且我要迎接可能下一阶段更加忙碌的生活了吧。对，宝贝被请了要被那样对，宝贝也很清楚，就是我还一直跟妹线问说到底该怎么办，就是我是做错了什么吗？什么之类的，不是都烧过啊？明月就很想烧，但是就很想烧，可是对，终究还是我觉得留给需要的人，所以我还是丢了旧衣回收箱。对，补档的时候有吓到的程度吗？好，谢谢柚子，就好丢一起丢。对，丢回房间。对，你知道吗？就是应该说我的房间其实空间算蛮大的，那些东西都收藏在我的更衣不算更衣室，就是我的衣柜里。然后我的衣柜清了2/3的空间出来，你知道那当下多么的踏实吗？然后我那时候跟自己讲说：天哪，朱蒂卡，你总算真的没事了。对，很夸张吧？我记得我是111年的年底，那时候就是最低潮那个时候，就111年的年底，超级低潮。对，然后一直到今年是今年是100几年？今年114吗？今年是114年，哇！我真的花了快3年的时间，不，应该是2年半吧。我总算真的可以很自信的告诉自己说：朱蒂卡，你好棒，你真的没事了。对，某个新年还说整理很累，但是很爽。对，他啊，谢谢小天，好棒！我觉得棒的是你们呢，因为那时候可能你们不晓得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们还是就是，我觉得熟男就是这样子，就遇到事情你们会知道说啊，这个不能开玩笑，你们真的是就是会很认真的陪伴，然后不敢讲干话，然后他妈可以讲干话的时候超过分。我觉得这是成熟观众群让我觉得最棒最骄傲的地方。丢不掉我的PO吗？我的PO已经丢掉了，我的PO在李学长那边，好，他标走我的PO没有了，好，这辈子都没有了，知道吗？走出自己的色彩，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一次搬家，我真的东西丢得很开心很踏实，总算完成治疗了嘛。对，我觉得就是起承转合，真的这次搬家。虽然说搬家很累，很多东西就是变成储藏室根本挤不进去，我还得要把那些东西全部塞在我们客厅，但是心情真的很踏实，因为留下来的都是我真的需要的，然后其他可能就留给需要的那些人吧。例如旧衣回收箱，一定有需要的人去寻求那个管道，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可以长出新的草，空间都出来了。114年，谢谢你，好棒吗？没有，我觉得最棒的是你们因为我在这条路没想到经历了这么低的低潮，我觉得所以才会变成说这只猪啊，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害怕了，顶多就是忙到靠背，忙到生活不能自理，忙到没有时间。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已经没有所谓的害怕了，没有时间害怕了，根本没有时间害怕。我有时间，我就是上来开心的跟你们打比赛，相爱相杀。这样对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我时间越来越少，所以我才每次都很期待开台的时间。今天即使想工作啊，不工作了，我跟你们聊天，我就是想聊天，我不管，我就想做神官帽，对，它很晃，超级晃，对，好大很晃，对，又大又晃，这种感觉，这个熟悉的数学，这个走出来时间上算快吗？水灵宝贝，我觉得我努力快点把它做一个治愈的一个动作，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算慢了。的确啦，这样讲起来，其实有些人那么10几20年还没有办法走出来。原来算快了，是不是？说同事会讲着我鸡米盖脸，因为这原因你也发现自己被情了，跟这样明明不是这哦，是不是大姐？我觉得容易没自信或者容易反省自己的人，很容易被情了。对，其实。但是某些情况下，我又是那种自信爆棚的人，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我在跟人相处的部分，我很容易就是先站在我自己这边，先反省自己这一块，我习惯了。对，就是我不是那种，我其实现在还蛮羡慕那种千错万错都别人的错的这种命格，我还蛮羡慕的，因为我不是。因为如果今天我是千错万错都别人的错哦，我就比较不会内耗，我就可能比较不会去浪费时间内耗。对，但是我小时候就是这种人格，我就会觉得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就是这种人格，然后就很容易被情勒，然后就很容易就陷在内耗。对，但是我觉得像长大了，被社会鞭打，啪啪啪啪啪，然后又经历了人生超级低潮期，已经没有人可以情勒我了。哦耶！哦耶，值得啦！就今天即使知道被情勒，就所以嘞，左耳进右耳出。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跟大家一起成长的。顺便金米干有顺便丢，我没有，金米干也在我头上，他一直跟着我。衣服你都舍不得吗？小喵喵，姐姐也是哦。姐姐因为舍不得丢，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经历人生低潮期的时候，原本想丢，可是我不上不下。可是现在我丢得很快乐。我现在衣柜其实真的没什么衣服，但是我好快乐。我现在留下来都是健身的衣服，对，都是可以让我身材苗条的衣服。无所畏惧的猪。而且我觉得最感谢的是那段时间，我在你们身上就是一直在找答案。我其实那时候边开台边找答案，是在你们身上找答案欸。我一直反复询问你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嘛？然后你们给我很多一些建议，或者是说你们也分享一些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不管是被情勒还是你们曾经情勒过别人的那个当下，我也是一直在你们身上找答案。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真的是好棒啊！就变成感性话题，我也不知道啊，对，搬家，然后刚刚我出去那个电视机，对，然后就聊到这个了啊！我今天讲这个朱蒂卡，这什么东西可以跟你们聊，好不好？每天就是觉得说，这很想聊，对，但那时间就很少，只要没有时间就不会害怕。对，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害怕，我最怕的是什么？没时间。对，什么都不怕了，我就最怕没时间，就是这样子。3年算快了。开始可以跟内心自己好好对话，对，我觉得可以坦然的，就是跟自己说好棒的那个当下，真的就没事了。我觉得好快乐哦。没谈过恋爱不知道，但是喜欢建立自信心的感觉。我觉得的确呢，柚子，我觉得其实人都应该去恋爱，人都应该去受伤，可是受伤的当下不要否定自己。可是很难啦，我知道很难啦。然后对阿月饼你怎么出现？我要怎么勒你呀？阿月饼，你有没有10月18号你有没有要被揍啊？没有要被揍，至少 VIP 有没有买起来呀？想被我勒 VIP 先买起来哈！突然加9上升，再配猪猪找答案这样子吗？没关系，我找到答案了。我找到答案就是我真的精明干练。对，就是童叟无欺，我真的精明干练，对不对？要讲，我就找到炮，我找到精明干练，要快乐的安稳是的，安稳这个很重要，好啊，这个太重要了。我现在每天睡得很安稳，像都每天就是那种体力不支，马上断电，对，因为真的生活太忙碌。好想学琴了，但对方用对方魔法攻击对方。大姐，我觉得这个是要，
浑然天成的我就是天生不会情勒人的人，所以好羡慕会情勒的人哦，好羡慕哦，超羡慕的。睡得安稳这种奢侈的事情，的确呢，在当代在现代实在是很奢侈。那可以再次做一本哦。可以不要吗？三哥，我好不容易很快乐，我现在生活很快乐，很有自信。你可以不要用数学题来那个打击我的自信吗？三哥，你小心我打断你腿哦，三哥，你 VIP 买了没？三哥，我要打断你的腿，三哥，都是他对，都是你错，没有错，两位老师，对，就天生不会情勒的人，要去情勒别人，就会变得不上不下，要勒不勒。你们应该看过我的情勒台吧？我就是那样的，勒不下去，要勒不勒。有没有买呢？阿月饼，我觉得不是阿月饼嫌疑很大。阿月饼，你快给我揍，气死我！阿月饼哦，说时迟那时快，我们阿月饼是我们本频道今月的当家总裁啦。他迫害大家吃那个什么生乳卷啦，那个皮蛋香菜生乳卷啦。哦，这么猎奇的东西，我们阿月饼点啦。阿月饼就是点名要大家不要吃月饼啦，吃那个什么猎奇的那个皮蛋香菜生乳卷啦。哦，那个真的肠胃出问题了，去找阿月饼啦。哦，是不是？让猪猪请乐台回放，我真的很久没有开请乐台，就真的勒不下去，要怎么勒？要勒不勒？什么芥末干练啦？等被朋友加了钱，但又会不想失去。对 ，DI 先生，我称之为这个叫做不健康的关系，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在乎你的感受，他不会情勒你。好，除非真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好，你真的他妈超喜欢被情勒，那对方刚好也很爱情勒你。好，那个我没话讲。但是如果你今天被情勒，你会内耗，你会反省，你会难受，却又担心失去对方。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不健康的关系。可是如果是家人的话，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家人，那就可能只能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比较冷处理。对，可能就是冷处理，因为我有很多姐妹，她们家也是习惯情勒，那她的方式可能就只能冷处理这样。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你有选择权，你有另外一半选择权的话，下一个可能会更好啦。我在想，对，或者是一辈子的朋友相处起来是舒服的，好，不需要去屈就于他们的情勒。对，检讨第一步，我出了什么错？如果有错，对不起，我改。如果真的就好，我会记住这个 SOP 柚子。不是情勒怎么办？没关系，嘲讽也是可以耶，水灵宝贝。每次见面跟那种植物一样说宝贝，等一下，不是，你们知道吗？我最近种的绿豆生豆荚了，我的精明干练已经蓬勃发展到生豆荚了。豆荚，我给你们看我的精明干练的豆荚，它真的很健康。我的精明干练就如同豆荚般的健康，真的很可爱又很健康。我给你们看，那个是我精明干练的豆荚，我给你们看哦。这个，我精明干练的豆荚，它好可爱。你们等我一下，我调一下光影。我精明干练的豆荚，我一定要分享给你们。我正在种这个绿豆，它好可爱。我精明干练的豆荚，好可爱哦！来，我给你们看精明干练的豆荚。等我一下哦。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精明干练的豆荚，蓬勃发展的精明干练还生豆荚，生生不息的精明干练，有没有看到？好，我生生不息的精明干练还生豆荚，是不是？崇拜我吧，谢谢，有肉口碑。等一下，我追不到的人是这本不要，我的自信回来了，请不要用习题对付我，打击我的自信。我待会追不到聊天室，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不会情勒，但是会嘲讽吗？好像嘲讽也不是不好啦。对，但是我跟诺诺学一下嘲讽，再来开情勒台偷偷练习。不要，你知道情勒台是要有代价的吗？与会的观众们，猪猪的情勒台是要有代价的，你们知道吗？好像很好吃吗？啊，你说那个豆荚的绿豆吗？那个真的可以吃啊！你要讲又要躲了。阿月饼，你不用躲，大家都知道，当月你就是点了一个奇奇怪怪、很猎奇的料理，你要躲什么呢？其实那时候冲动、汉的情感的行为，然后让他陷入恐惧、义务、罪恶感，提出要求啊，然后拒绝，对，施压让步，然后是感谢默默跟台哈，非常非常对，你看我的精明干练的豆荚，非常的蓬勃，非常健康，是不是？种绿豆超好玩呐，对不对？他骂我 QQ， 他为什么骂我？他凭什么骂我？可以耶，
计了这个 SOP， 对，很可爱啊，你看，而且它重到就是它的那个藤蔓还在那边啾啾啾，还在那边转来转去，有没有好可爱？我还特别拿我的那个就是在烤饼干的那个烤网，就是烤饼干你要那个饼干刚烤出来，就是它会那个散热。它那个水蒸气，你要给它一个网子让它散热。如果你放到它平面的地方，饼干的下方会潮湿、会软化，就不好吃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烤好饼干或者是面包的话，尽量放在就是可以让它通风的一个网子上面。对，我那时候当下看到啊，它已经开始有那个絮絮出来了，我还快点拿那个饼干烤网就架在那边。这个架子很贵。我原本想说我是不是用那个筷子去把它架起来，可是那时候来不及，因为最近太忙，我就直接抽，就是一排饼干烤网，就那个铁架就把它放在那边。这是尊爵不凡的铁架，让它可以恣意的在那边那个絮絮的那边恣意的游走，你知道吗？好可爱，你看好可爱哦。请问它有什么代价吗？都是被情乐这种奖励吗？不是，我之前情乐台，你问一下我们家面线，那个是彩虹单位是彩虹，你们知道吗？单位是彩虹，我就说不要问，很恐怖。我们那个时候情乐台单位是彩虹，这样10几20道吗？我忘记了，10几20道的彩虹，不要问，很恐怖，知道吗？对，阿嬷神救援，我知道阿嬷的梗图。何时收获吗？我问你们哦，这个这么蓬勃发展的精明干练的绿豆荚，它可以采收是要等绿豆荚变成黑色吗？是吗？我的精明干练可以采收是要等豆荚变成黑色吗？还是怎么样？对，让绿豆去爬，精明干练，非常精明干练。我真的是推销这个烤网其实蛮贵的，我在想说，我是不是之后还是乖乖的，就是架一个筷子，筷子还是免洗筷子的那个烤网给他用好了，不然这个真的有点贵。烤网应该用烤肉啊，烤肉网好像也可以，烤肉网好像不是那么贵19道是不是？就之前猪猪情乐根本就是那种军备竞赛期，20是基础，是不是？我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每次立的旗都会被拔起来，就莫名，就那种要勒不勒情勒台，你们都很有兴趣，奇怪。13道进化到20道，最近一次20，就不要问，很恐怖，知道吗？不要问，好不好？这个什么情勒台的，对，要勒不勒，是不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不需要，知道吗？好像不能吃吗？可是我怎么记得我看网络上有人采收下来吃啊？那个不能吃吗？好想吃哦！我要把它种成豆荚，就是为了要吃它啊！它怎么可以不能被吃？马克先生这样子很难过呢。我种了这么久，就是要吃它啊，怎么可以不被我吃？对，没洗筷就可以了。红蛋咖啡饮料下然后采收时间为豆，对，豆荚变干，对不对？种子饱满。对呀，种子要漂漂亮亮的饱满，你要被我吃啊！你怎么可以种出来，结果不能被吃呢？对不对？那个台词会直播，会开播的过程，等一下，很经典吗？我怎么忘记了？水灵宝贝，我今年太忙了，我已经失去了什么记忆。水灵宝贝啊，我的宝贝，不会太硬吗？你搞成4季豆吗？我记得绿豆荚采收之后可以吃啊，虽然说可能就一口就没了，可是我记得它可以吃啊。我说的不是吃豆荚，我要吃里面的果实，我要吃里面的绿豆，我要吃豆豆。我就是把它长得这么肥满，我的精明干练的豆荚，我就是要吃里面的豆豆啊。还产生了彩虹歌回，这样吗？等豆荚枯萎掉才能采收嘛，对不对？我记得要等它变成干巴巴的，我就可以吃里面的绿豆了。不到3分钟就10个彩虹 XC，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吗？真的朱迪卡都喜欢立这种奇奇怪怪的旗这个这奇奇怪怪的什么莫名其妙的要勒不勒情勒台，这大家很有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好康的什么好康？记得呢，
就是那个时候黑箱书记官就是跟我乱记，故意跟我乱记，才变成黑箱书记官。你会不会以后真的去做书记官啊？黑箱给人家黑箱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有。我的烹已经留在这个礼拜2了。好，从今而后我就跟这个饱满的豆荚一样精明干练，这我精明干练的豆荚，谢谢大家。好可爱哦！我觉得不管是动物跟植物都很治愈耶。我现在每天看着这个绿豆在那边浇水，就好可爱哦。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会不会哪一天种到了尽头，我就会跟他说拜拜了，会吗？我会跟他说要 say goodbye 吗？应该暂时还不会吧。他现在这么健康饱满。你又不念法律哦？对齁，对齁。好啦，我今天很认真工作到5点哦，我超认真工作的，因为聊天也是我的工作啊，是不是？超级认真，非常认真的聊天杂谈，是不是？好，那朱蒂卡工作哦，真的非常认真啊，是不是？好认真大聊3小时，是不是？那我们看一下降落地点。我今天就打定主意跟他们聊天到5点。我真的觉得很夸张，每次开台都有聊不完的话。其实每次就在忙的时候，我都心里想说，这个好想跟大家聊哦，然后就放在心里面，但是我可能会忘记，对，就是会忘记。可是一开台马上就想到，对，我要跟你们讲那个什么，马上就可以想到，你知道吗？会重复生长吗？好，这豆荚采收应该都满满的蓬吧？不是，它是我精明干练的果实，它非常的饱满、健康、营养，每天都晒太阳的，很棒。可以试试种它的后代吗？继续种这叫永续啊，永续的精明干练啊，没有错，谢谢涛吧，永续的精明干练。像地瓜叶，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生一堆，的确呢，的确。利益杂谈，对，是我的工作，我非常敬业，敬业的工作了3小时，这样对不对？快要能下班了，是不是？万然太太有开播吗？可以降落这个太太有降落啊！我们过去跟太太打个招呼啊！一直种加采收，可能那长到底杰克与魔豆爬上去的一面。其实我觉得马克先生虽然说很腹黑，但是他有些梗很适合哄小孩，就是他会给小孩满满的梦想，对，但是会在后面突然捅一刀的，好腹黑啊！满满的吵，满满的精明干练啦。谢谢大家，朱蒂卡今天也是很认真的工作了3个小时，趴下催泪。我们来找一下降落地点，来吧。我们看一下，应该可以降落到谁那边去呢？好的，我们婉婉太太现正开台中了，我们过去找太太打个招呼。谢谢太太刚刚有过来打个招呼，虽然说打完招呼马上就消失了，这位太太。OK， 看着植物生老病死，搞不好有种新的体悟吗？的确呢，我觉得生命的循环真的是很棒、很神奇了。而且你们知道吗？这个绿豆之前曾经有一蹶不起过，对。但是为了想要了解一下生命的韧度，我就没有放弃它，就跟我的精明干练一样，怎么样受挫，它都还是会蓬勃发展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体悟，就跟绿豆一样，生命的体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你说是吗？谢谢大家，お疲れ様。谢谢你们，今天努力工作了3个小时了，最后就用这个非常饱满的生命的循环的绿豆豆荚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谢谢大家，我精明干练，切片尾呢。种了7颗才活了2颗吗？甜豆很难种吗？为什么才活2颗？因为甜豆很难种吗？涛啊，为什么你眼睛怎么了？你眼睛怎么了？你就留下爱心就好了。你眼睛怎么了？你想表达什么？好啦，谢谢你们大家。我觉得植物真的好治愈哦，而且种绿豆其实成本也不高，大家可以玩看看哦。虽然梦里不是啊，我已经要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了。你吐什么槽？你吐什么槽？薄荷，你就是想狠狠被揍，对不对？薄荷，我精明干练小天，精明干练知道吗？
绿豆辛苦，绿豆不会辛苦，它只是体现了我的精明干练啊，对不对？然后 DA 先生，谢谢你今天的出现，还浮出水面跟大家打招呼，欢迎你之后可以继续过来跟猪猪聊天哦。猪猪只开平常日的中午或者是下午台，然后相逢自是有缘啊，谢谢你今天出现啊。要这个吃到绿豆类，我不知道叫猪猪家生产。我们家还没有办法到大盘商这么厉害啦，对，我精明干練好不好？6剪掉你的草字頭。謝謝大家。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ワンワンさ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家降落到婉婉太太的频道啊，去找太太玩了。妮妮总裁，我们刚刚在开台的时候，有把我们就是去神官帽的这个龙山文创基地的照片send 给大家。妮妮总裁已经有收到尊爵不凡的私讯了，照片我已经先 send 给他了。对，然后如果妮妮总裁想要补档的话，欢迎待会可以补档一下哦，好不好？对，都扛下了一切，扛啊，都扛啊！你们知道吗？听说农作物要给它施加一些压力，它会越长越好，你知道？施加一些压力，好，那背上的精明干练的这个名分，好，它就越长越好。好，明天所有的豆荚都冒出来了。好，谢谢大家。这个重点，精明干练还没有。它会成熟的，我下次要拍给你们看。我采收豆荚里面的豆豆的那个瞬间，就要证明我精明干练的完美的果实。对不起，不知道为什么流口水。大家拜拜，明天可能也会开台见，可能 maybe 会开台。大家拜拜，精明干练，精明干练。